欢迎老人搁再到对来收听边的好听的节目。哎呀，等上关，一个礼拜都被冚到暗都無人介驚。一個禮拜我人要介紹我人的特別嘉賓。我哋特別嘉賓是裝嘅，咁了是今家講幾個故事嘅，一隻落隻，咁了這個禮拜我哋特別嘉賓是。老椒阿涵，我哋。嗨，大家好，我請晒了。了個有老椒較吃新，歡迎。Hello， 大家好。了個有裝個，哎呀，希望我嘅宣傳比我什麼都是裝。啊，新椒沙當，大家好。沙當就對鬼告訴我啦，慢慢打啦，又聽鬼告訴我。了個有英國中，係你。Hello， 大家好。我這是猜的，然後唔係看到內面。啊，不過我當然係個隻 feel。個有半鹹甜。老椒半鹹甜，好了。有無半鹹甜？個有香港嘅新椒，哎無唔是新椒啊，人聽過啊，定頭一 episode 定是幾節啊？羅卡194。Hello。羅卡啦，羅卡194。了個有好屌啊！攞我哋，個講過啊，個有啊道哥，歡迎道哥。Hello， 大家好。了個有乜想看新椒363，歡迎。出聲啊！363有啲食咩嚟？ Masih asam laksa mie. Masih asam Maggi, asam laksa. 哎呦，好了，了個有奧地都。到個了，下錯啦。了個，等我未使，我特別追上 view 去個 gallery 去看到哪嚟。啊，不絲北教，歡迎絲北教。喲，準備啊，知道？誒，你 camera 係較潮較 low 得冇？好多啊。down 哦，你看？啊哈 ，OK perfect。了，個轉個。個獎無叫一個啊，等我看喂，食嚟，Thank you。哎呦，不水呀！又拿好講翻我。等我 interrupt 我 introduction 啫，可能講我食咩？喂，哎呦 ，Oh my God！OK， 我未看。等我隨便下先，啲佢哋 tray。等陣啊，我俾關開 camera。阿拉媽，我快啲。哎呀，我俾佢開 camera 喎。等陣等我 try 一遍 dot cam， 我快啲。哎呦，快啲啊！喂，你想咩嚟？哇，好正。差背啊！呢是面了。Oh my God！我看 YouTube 啊，呢啲日本人做啲女嘅，你看佢做啲女嘅。哦。了要面都係啲啦。然後整個古來，這是 veggie korma，跟住個古來嘅，然後整個 barbecue 嘅 pulled pork 喺呢邊。了，我食。
แล้วก็แซ่好了这样啊假过OK 嚟就去介紹แล้วลอง介紹學ลอง自己講嘅時候我嘅段打叫做สุด啊ก็轉個頭晚都冇講哦對牙殼頭可能牙殼頭牙殼頭嚟走去困嘅我聽下出牙殼頭攰一度有啊咁了 OK 嚟我再講這裡不所當就係幾個數係呢個係隻鬼嘢。哦，誒，等陣，好啲，你會使甲我 connect dot 接我嘅點，我古早啲數嚇，我古早隻鬼告訴講過，你有一個是甲做工嘅所在有關係嘛，對唔對？係你做工嘅所在咧，有一道我看到有一個，唔是我看到，其中有一個故事咧是有一個查某佬，伊看到一個。紅哥規身躯淡淡啲，看你到啲行內行過哈，迄個查某佬咪是海鮮嚟咯，你是海鮮是所當咪是海鮮嚟咯，所當是海鮮，哦，你講海鮮呀，定當時你講，我講海鮮嚇，我講係你講係你告訴我聽人咪是所當咯，伊看到只隻。一啲往做工嘅做在看過幾誒，阿龍啊，我等接嘛，你後尾講幾個數，你 take over please。嚟所當，其實是你頭先講幾個數啫。哦，是咯。整安怎？整啊？家己講，等陣我講咧，伊聽得到呢。有見，我就是希望可以聽到咯。嚟 ，showtime girl。你看到鬼嚇，我真係驚，特別要緊盲冚你開門的。啊，咪冚你開門。看到明天，看到明天。這看到明天就告訴人講嘛。呢個故事咁講嘛？對，這邊咧學嘅聽講嘅咧，看到鬼頭就一直想到，哎呦，鬼子是咪去邊嚟學嘅你講？所以嚟講下，有時看到更加好。講話 ，camera 嘅掃過去。你好似真係經濟嚟講，啥子啊？經濟嚟 kindergarten level 嚟講啫。我就是講咩啊？我頭一擺嘅經驗，頭一擺你看到鬼咧，就會講其實你看到鬼嘛，頭一擺啦。講起我細細漢嘅時，我囡仔時陣我困甲半暝，跌到會哭嘅。然後時我個無講到底是係咪事哭，然後我出來人真嘅囡仔，因為半暝三更，隔了人困到鬆鬆咧，我係紅險哭咧，逐人就是囡仔咧，學對着我拍。但每我係咪事，我唔曉講，因為小細漢哦，你唔知講咩事？你知講你考半暝請嚟嘅，你半暝是幾點？唔是3點，還是幾點？佢啲時間只 specific 嘅。喂，2點半到4點半之前，一個時間嚇。我當安尼時間咧，嗬，到甲巴魯安尼大漢人啦，即個時間本是嗰時會請。我聽人講過，講因有一個店先，就說常常人拄到一個物件咧，啊甲本是3點幾4點幾人第旺嘅點先。對，啊甲2點9啦，成個是樣綁架點先，就樣 lunch time 嘅，樣 lunch time。啲時間可能是我嘅時，我甲客一樣嘅是一樣客教我唔知。你暗困啦，暗講招啦，你是。冇啦，我。7、8打困滿好，本時候啲時間請。哦。然後請起來咧，就會發生真係一無相嘅物件咧咯。講下。譬如係咩物件？哦，有陣時是你會看到紅響有一個人，就是有佇你嘅頭頂看到你看到呢。然後有嘅是。看到你直直笑，笑啊！直直笑，笑出聲啊！是呢，笑面看到你呢。出聲。這是直直馬路啊！
特别你但係冇成呢，冇看冇上人冇上鬼嘅事上嘅咧。冇講特咩啦，你係看特別特別上嘅呐，特別你看到嘅時，你係看到一面只病嘅呢？按照講咧，愛病嗰時冇病啦，應該一樣是半頭病嘅。哦，所以成日淡薄成日煙嘅，看你。แล้ว冇自 projector 咯。可能你看未到伊嘅目睭針是看無嘅。看未到伊嘅目睭針。嚇！所以你看到是規個白色，嗰是規個黑色嗰陣啦。冇相識嘅。你有嘅咧換 ON， 你有嘅可能是較有修仙嘅咧，就有白光嘅阿妹安尼咯。你人真係這樣小聲咧，有 employee good，我都看到。冇啦，一定是白光咯，白光嘅就是可能是。有咧是成個，有咧是淡薄成個，伊成個白出發光咧，有咧是。對。有咧是成個哦，係呐。伊看關係啊，伊在 level 嚟咗，你是 L2 嘅 technician 嚟咗。L2 係咩？L2。你看到 level 1 level 2。哦。你會知講伊是當人還那個靈啊，還是蝦米阿毛啊？啥物？伊樣愛講話，我梗係知咯。哦，你佢係講話嘅喎。係啊，沙拉沙行龜，你會做為真啊謝啊！唉，特別愛講嘅時候，有陣時伊樣講我講嘅話嗬，可能我本無明白係你 language 伊樣講嘅話我本唔知，特別我明白伊講係咪。特別你做辦案咯，講我唔知係自個住咧，特別我就講意思我做咩啊？對，你係安尼感覺然後有講到我啲厝嘅話啦，細漢嘅時就會行過，你感覺講做咩有一個上個目睭頭看啲，伊是倒頭仔下啲會傾嘅位，你行過愛去在經嘅時啊，你看有一個目睭倒頭仔頭毛掉落來，盲教，My goodness，係你做到佢大嘅喎？大？特別你發生幾回？你無驚？我啦，細漢嘅咧。特別你細係你看到你無啥奇怪啊？你是成個做人。我因為我有一個無相信嘅出來，所以我講樣看上隻鬼嘅故事，看上隻鬼嘅戲，你有蝦米想蝦米，然後你即時看咧，你阿妹就會想到，你家己嘅心想蝦米有安尼咯。我同你講啦，我係經驗啦。按你款甲你講話是大人咧，干了是家己看過嘅。哦，你看到了，你看到了，唔係嚇到見啦。所以一聽你講到啲上款嘅物件，啊，我話就是個安迪啊，你馬本看過係個安迪嘅時候，冇啦，你看錯啦，你家己本看過嘅。特別我希望我唔看到 ，because 我細漢嘅時啊。迄個阿嬸，佢了真正驚我係咗 ，because 伊人講我細漢嘅時啊，我看到我會看鬼嘅 ，because 我會講啦，伊真早就死了咗，了伊會，我會講，伊成有一個 man servant，人是講咩啊？羅仔啊？羅仔啊？羅仔。我笑啲，都笑你個笑啲，你是睇唔睇嚟講？你個意思可以聽講。我你使 contribute 當然是倒頭仔嘅歌數。我是倒頭仔。伊是當倒頭兵，佢哋兩倒頭兵嘅頭啲 upside down。我冇看到伊嘅成鬼嘅卡面，我淨係看到安尼一段呢。我安尼掉落來。等麼？等他妹。有咧，你多了唔出。我行過去，愛去在經。你是到啲梅嘅坑位嚇，你是到啲梅嘅坑嘅位。對，梅傾嘅頂面餅啊。對 ，actually，但我係厝也未裝修之前咧，干那樓頂有一個在經嘅。了我家己嘅房間是佇頭房，了我一行家己買房過了，才是在經嘅。
我半暝起來去幫助，就係寫字淡薄。你都點咗啊？讀書咯，就咪關係咯，因為我係出來人講係你是你家己想嘅嘛。哦，有嗰個就係驚嘅事，對你辦傾。佢就驚，應該驚。佢就係驚個。黑時看嘅時會驚嘅，特別你想講你嘅愛去隨意嘅時 ，actually 你隨袂到伊嘅。我每路證明我每路就是講，你看到迄個一枚傾而已吼，你看到特別迄個是你要行入去迄個門，其實是真慢的門傾啊，還是你行過北京嘅？伊是北京嘅門傾。哎呦，有時講我就是要去幫助，我特別行入去，我一頭出來就啲冇嘢咯。就你看你講叫你去未算未幫是不是？冇我一頭出來嘅了。แล้วลูกเกียกุยแล้วสิลูกสิ講哎呀冇法度啦講我未見冇法我特別去幫助แล้ว你出來個冇相信就硬硬可能對硬就接協就經幫助啦那是都對佢困難了成個冇差異啦冇差異買差異嚇買差異但是你差異你會安怎伊人會教你講話我冇應別教你講然後較勁房間咧，因為伊買房啊買就是一個學人行無人行誒，所以暗暗誒嚇，因為我是住靠卡厝嘛，所以有一日誒時，我就甲我誒姊妹誒人就計較，走去阿妹房困，阿妹房較大間，我就走去阿妹房困甲我姊，然後邊有個像個化妝台安尼，然後困到半暝，本是2點幾3點嘅呢，紅險着車，我看到有一個查某坐條迄個梳妝台嘅位，看到我笑，真冚到真鎮定，我講，誒，是唔是我嘅媽來看我坐起來，我坐起來啊！一笑嗰個大，尿掉唔掉，大佬是半暝，我係嘛是無可能嘅，你起小坐了俾看我。特別你看到面明明啊，掉。有你知你會知咯，伊是都白嘅人哦。別，我因為我係嘛，係是嘅頭毛本是頂 QQ 嘅，你伊嘅頭毛本是 Q 毛。哦。所以我第一個想到嘅就是我媽，特別 actually 安尼暗半暝無可能你媽來你房間看你笑嘅。Oh my god！我咪啲話到頂姐啊，我見到然後我下時咧第一個想法就是我別使開仔，我再看到伊。冇用嘅，樣特別嘅。你對你笑啦喎！嚇！特別我就驚愛困哦，然後再困到短期。死！攰咩？就是安尼比掉，攰咩比掉，叫掉我係知我知佢袂請喎，用卡踢你唔袂請喎。是你幾歲？是啊，應該是中學了啦。哦。你記你頭一擺看到幾個是，你細漢講考嘅咪講啦，特別你記你頭一擺看到，安尼肯定物件是，你幾歲啊？是？應該我古早看到我唔知伊是來嘅。哦。了我嘅經驗是，我無想甲人是入4點鐘分鐘特秒本看到嘅，我唔是安尼。我係上個對上個樣愛來找我，我就看到樣。甲這是伊人來找我就看到。哦。有陣時你嘛，伊無來找你，你看到伊嘛在記你。你講冇邏輯嘅。你找你你看到伊嘛？伊無來找你，你看到你，看到。特別有可能伊無來找你啊！我靚，我靚，一成小路聲 ，I'm coming now。
有可能哇，哈，有关系没？我等你还没有来我等着你回来。啊！你，你啊你！你等哎，我，你开麦克风是怎样？我聽特特等個阿妹家己一人啊，我紅調 hospital 做工啊，我妹阿妹無人啊，我一人爾最後，我真正ก็ขึ้นมาที่อาแมนหรอ哎ด้วย呦，ก็จากที่หรอ哎呦，誒特別我未耍好，係你講頭晚即係阿岑勒沙講，等我調個 video 就成龍冇看到個 video 後，做咩做 video 冇嘢？頭晚人哋估嘅數嘛，不頭晚我調可能看我食物件是冇因為阿 John 出個半拿破刀，我哋拍到咗，好靚，誒，出去八鬼啊喂啊！阿妹個，係嚟差唔多嚇，阿 boy，係嚟啊，係嚟。阿妹啊，誒或者單隻棒先有可能就出佢半咯，妹，我愛妹物件實在，哈哈哈，假如講 anything important 啊，無，伊人想甲來想來找我佚佗咯。哦，你假如講你，小寂寞了可能無人看到伊人嘛，所以人來找我佚佗。哦，嗰隻冇睇人啊，啊，有當時因為會做甲我無通困。哦，然後我就一頭會個人講買嚟甲走我咯，互我困啊。你嚟咁估啊？買嚟做落啊。成日阿叔講佢咯，啊冇影嘅 number 先，見 number 先，叫我嚟諗ang kat mo giliran。但搞到佢。我嘅前面有本妹女決定，我就去講我阿岑勒沙講阿岑勒沙，哦，OK，你講你細漢你講下，呀，我細漢啊，特別我是我，即係我袂記啦，特別隔了我係出來人隔了知就。我人細漢嘅時啊，嘛是大甲我媽咯，我媽係厝正大間嘅啦。我媽有5個後生嘛，所以上甲你一個後生甲伊個某啊，大聲一個 one wing of 迄個厝了。樓頂啊，古早係我嘅媽甲我嘅爹會刮得啥，都是我會講嘅咗。古早我會講正少年就死啊，有一個路仔。了伊死了嘅時啊，伊人啊 ，because 伊路仔大正久了啊，伊人本地可以食成 pension 大甲我人啊啦。了特到有一我人就我講係一個教伊啲外面，伊特到坐到咧門嘅外面啊，我係講嘅國得啥？若是我係講愛物件叫伊啊，伊嘛會接來咯。了伊老了嘅時啊，我係講死了啊，伊大喺邊坐咗，特到本是大邊坐，了是到樓頂，了我細漢時我到樓下。我點愛去樓頂啦，直直甲係你講話啦。了係你阿嬸人啊，就古早我人係住喺邊阿嬸啊，有幾嗱傾啊，成有你走開阿嬸個囡仔阿嬸啊，你看啦。如果學日人，肯定我俾講我就係講你啱好嘢，大驚。唔是，because 啊大間厝正驚人嘅，你知講咩啊？知。呀，了因為樓頂時啊，嘛是像阿妹時啊，嘛是只阿茫茫哦 ，because 古早是正一人啊，成驚個人搬出了嘛，特別 weekend 我人個轉厝個啦。了時啊，我點愛爬迄個樓梯啊，了伊人嘛直直問我，做咩事我去樓梯 ？because 樓頂無半行阿茫茫嘛，我直直講有一個人叫我就，了伊人嘛講我安尼細漢我是袂曉講騙話 ，because 我白路較有講話呢。了伊人嘛是叫我媽來，了個臭靈擺啊！伊人嘛無咪曉聽咯，我叫我媽。我唔知啦，啦。我媽叫我 describe 迄個人就，了我就講迄個人啊穿安怎，伊人嘛講穿安咩物件，我講了迄個衫個了啊是迄個老人佇迄個帽啊，了伊穿迄個衫。入阿來衫。對，就入阿來衫。咧呀，伊人直直問我，了伊人直直笑咗，是注意，就無人 ，because 無安可能大波嘛 ，because 我係講是穿阿莫衫，無穿安可能衫。了我走去迄個頭前嗰邊，迄個大咧嘅迄個小英嗰邊啊，有一個小英是我係講，特別迄個路仔徛佇後邊頭椅。嚇，入邊啊嚇。
我白起迄个桌顶啊边，我起迄个人就，然后伊人成功我是起外公就，然后我自己讲我起来了嘛是抱啊，然后嘛会起着咯，我起迄个人。你是伊人讲啊，我唔是干日看到迄个人就，我达到啊，有，嗰我媽伊人會厝啊，啥感動嘅就，我達到看到物件啦，人講我看到垃圾物啊，特別我是白記啦，你是我一落來啊，伊人講唔是講到迄間厝迄邊嘅就，真濟位啊，我看到物件，然後當時有一個人是朋友啦，厝內朋友。伊一邊咧，我細漢時是住白啦，住港沙。我細漢時我住港沙啦，然後伊嘛是嚟 visit 咯，然後伊就講等陣 pause，真嘅 pause，我就拿紅線 ，I think 是作當嘅紅線，係，OK 冇啊當然，係碌你冇啊，然後伊人就講伊曉看命。แล้วมาแต่แล้วเรามาติดไอ้เกี่ยวไอ้ความเนี่ย咯อีโมสุกะกับหลังความเนี่ยแล้วอีดูแล้วอีหลังติดเกี่ยวแล้วมาสิก็โอเคอีไอ้ความจิตแค่เนี่ยละแล้วอีก็โอเคความไว้เดียแล้วอีดูความสองจ้ะแล้วอีเจ้ความสองสิอ่ะว่าที่สิว่าไอ้กี่ละว่ากันเนี่ยไอ้กี่จีหังเนี่ยตัวสิฮัลโหลอินซิเดนต์อ่ะว่าก้องว่าเก่าว่าก้อง咯鬼咧สิมาสิก้อง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รู้ใช่ว่าก้องอันจ้าลูก看相嘅時啊，你會面啊變青色啊，變啊真凶真惡，你知？伊就聽到了啊，伊面白個了去，了伊甲我爹講嚟講，即個囡仔啊，甲人無相啊，你唔通互伊，唔愛 encourage 伊，你知？encourage 是安怎講啊？歌嚟啊，咪歌嚟伊。แล้ว唔通可以佚佗八九啦，看物件事啦，伊迄個物件個了啊，嗰個學口嘅物個了啊，唔係可以我，就是嚇伊啊，我無通伊八九蝦米個了，本無通伊啊啫，嚇，特別伊人講我細漢時我會曉看物嘅 ，because 我伊啊，嘛是帶伊 boyfriend 轉來咯，頭一道年啦，迄個我伊個新加坡做工，了迄個搭我人是住Perak啦。เป็นแรงที่เป็นกันแล้วมาว่างหนอนยายมาเนาะแล้วอีสี่ตัวจอเขาเป็นคนในหลังอ่ะเขาจิตเต้าตุ้งไรนะมาอี relationship serious 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อีจะตุ้งไรเสียว่าตุกาว่าอะไรว่ามาสิจำอยู่จำจี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ว่ามา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ละว่าตุกาอะไรอีอ่ะสังกัดอีสิสังกัดอีมาจะจ้าตุสีแล้วอีจีอ่ะสังกัด做頭啊，做頭啊！因為你講我講貴啊，你打波唔好嘅，你打波下面我講嘅了咗，แล้วอีห嚇是啊，我未記我個是4個歲呢，冇讀冊過 ，because 我知你個了啊，我未記嗰隻啊，แล้วอีหลัง就แล้ว我แล้ว有人暑假你打波係聽嘛冇暑假咯，แล้ว我嘛就叫我。袂使講 ，because 我伊個，伊人是愛訂婚啊，驚講有蝦米事啦，伊人會賴我就，我袂曉啊，了我陪伊啊，像是做像個做大姊安尼教伊人啊，嘛就我咯，蝦米事講伊無好，我嘛講咯，講了啊，了人就聽甲我講本啊，特別了我講嘛是講，哎呀，囡仔講嘅話，人袂使聽，係咪啊？แล้วมาไว้อีก咯ที่เลยสิลูกกะกีคุณเองอ่ะที่สิลูกกะกีมีแกลูกกะกีโจจูล่ะลูกน่ะสิไอลูกเก่าเองอ่ะไว้อีเก่าเองนี่รู้จักมีแค่สินอซานอ่ะอี relationship ตัวเองอ่ะว่าก้องเนี่ยกันแล้วเนี่ยพาบ่นอบีแกมเสีย讲到讲偏话กูจังเจียงกันแล้วว่าเบรกกันแล้วล่ะ because ว่าเสียหันเสียกัดเลยพายว่าลังแล้วสิเบรกใส่กล้องนี่จะไหวมาแต่ไหวมาไหวเดียสิโคแก่ไปนี่ไหวมาสิพ่อท้องในหลังไงแล้วไหวมาแต่ต้องกะว่าลังกล้องจะรู้น่ะสิเบรกไม่เบรกกล้องโคว่ารู้ตุ่มทางกล้องจิเลยเมียงกันแล้วว่าเบรกสิว่าตัวหันแล้วไอ้เสียหลังกัดกล้องหัวเทียนแต่ส่วนว่าตรงกี้ว่าเทียนเดี๋ยวคุยก็สุว่าจะเกียร์ because ว่า I like
出國嘅時候，我 remind 我，because 我出國嘅時候，我16歲呢，好似，我媽我講你唔通去做咧，袂使看鬼嘅戲，袂使之類，袂使個 because 佢聽人講過了，你知啊，古早人就自家去咁樣去偷字，對條，人偷字嘅啊，我細漢時，我也無真誠，囡仔學阿嬸講。然後我人搬出來了嘅時啊，我也賣請人咗。然後我媽伊就俾教我啦，我是第三個嘛，第四項去死啦，第三，嘛教我去教堂啊看字個了嘛，看相啊，你知啦，咁嘛咯，有幾若聽本講過了，即個無相。because 細漢時本時，我即個個了我袂記得，我會講物件，講那時伊人講，你買互伊我安尼款嘅物件，了我媽把我家講，了總去日去，我媽會使去偷字啊 ，because 伊就要坐我去嘛。但係個了我袂記，我今日會記是迄個演程式。你是去看名人，看到你看名人變嘅啦。哈，伊，當時人看咧紅光啊，伊唔知是關光甲啥物啥，人打咧物件咧暗暝咧人啥羅漢啊，看伊面只響嘅喎，伊變啊，看咯，青色呀，了，當時我就是我真驚咯，你知啦，迄個啊啥物人啊，多見啦，伊下路嘛，就是講咧用熟白啦，迄個關店啦，看你物件，了人嘛驚咯，because 你知啦，because 伊人笨蛋嘛。แล้วอีหลังมา5ลูกอายุลูกมันทางเคียไปไงแค่ของปอนเตียนนะฮะมีอ่ะอันข้างในมีแกแต่所以我當見我真正驚鬼物件我真正驚我無看鬼哎呀歡迎你嚟收聽邊啲福建嘅鬼 episode 我唔敢講啫我唔敢講啊唔係愛出嚟講我唔敢你平時有聽邊啲福建有聽鬼故事啊我都是聽到驚佢驚，了有一當我按多出啦，我叫伊車，我房間有安水咧，我都唔敢叫嘅，我叫伊車，你成日就是愛去幫著本，你白白去，我叫伊時啊嚟。佢驚鬼字嘅時，佢就俾叫佢，我叫佢鬼拿刀啦，伊再唔叫啦就，伊問我講，做咩事你特刀愛幫咪去幫住，你就愛叫啊，你愛幫你自己去幫啊。我冇辦法，我話你家己講咯，你講叫命，我唔敢聽。早起是聽，早起聽唔見。嚟 ，OK， 嚟我個別人我讀了即係索當嘅。三六三就講個先嘅，鬼故事。毛毛菇吧，你家來成個是毛毛菇歡迎。毛毛菇食物件。Hello， 毛毛菇。Hello， 你冇聲？冇麥。Hello。毛毛菇你比賽安怎？好料，食咩好料？食米。食咩好料？食米。食咩好料？食米。食米啦。啊，你叫名是咩叫名？叫名。哦 ，OK。哎呦，特別伊無聊嘅喎，我係面你白吉嘅面啊。我不是有白吉嚟，特別嘅料啦。咩胡玩吧玩嘅肯定是。叫mushroom。哦，叫 mushroom。哎呦。誒，那個就是兩個鬼故事會講啊。英國中食咩？你話英國中乜食喎？你話嗰人食。大概裝。應該等你食咩？記得住。我食飽啦。你食咩記得？阿莫食。哇！食 Western food chicken chop 啊？chicken pie 啦，chicken pie 實實。pie。chop。chicken pie。OK，แล้วอยากค่า頭係佢哋貴啊？個貴嘅告訴講啊。誒，冇聲。真冇聲。冇麥，麥冇開。誒，有啊。Hello。我是看無啊，好彩是看無啊。特別我有一個朋友，一個真正好笑嘅鬼故事。你講。
伊告诉些喊你讲伊古早甘榜厝的位，伊细汉的时伊只暑假踏脚车出去佚佗的嘛，然后伊厝附近，在甘榜厝附近有一个斜坡，喊呐起了落的，所以伊只暑假去那边哒吼，了厝落去喊咯，你讲有一摆伊阿妹出去，甲伊个人白白出去。然后伊讲哒吼，伊起了的时候，伊讲伊感觉甲平常时无相，啥个伊前牙手的啥啥打翻呐，哈，然后伊滴滴打，伊感觉无对皮做咩事的安尼动你知哦。然后伊起甲用迄个劈的位的时候，伊脚车是有。back mirror 诶，所以就 check back mirror 就会，伊方向看到有一个查某坐伫铺里阿尾喊，然后你入地咧，头毛长长诶，然后伊看到伊个脸啊喊拍伊个。伊條喊到滴滴啊！然後伊驚到會死，伊嚇死啊！伊燈看無了，較緊打對厝。伊是啥物人？就等人個另一環啊？伊是等人啊！等人令啊！等人令啊！喊到滴滴，我冇聽過，喊到滴滴啊，都是個另一嚟啊，唔知。我喊到滴滴，我伊是一人 rainforest 嘅鬼嚟嘅。哦，對，因為這個 actually 伊唔是係講 Muslim 嘅群啦嘅鬼嚟嘅，伊是古早真正，迄個年代咱人冇咩清晒，年代係咁細有圖案嘅物件咧，嚇清末嘅東西啊，年代嚇。Malaysia 咱個馬來亞，你 Peninsula 嘅鬼嚟嘅。對 ，local 嚟嘅。成上人喺樣情殺鏡頭出㗎啦嚇，伊真正古早嘅鬼，伊唔是當見佢哋 Muslim 嘅爆頭群啊嘅鬼嚟。哦，你看到是伊坐掉咧，伊攞入領樓到啲鏡頭嘅啦。誒，等我這時會就會抌料嚟嘅，I think 就兩位就話用佢攞入領。誒，個必須出啊！啊，對啊。哦，佢個必須出嚟啊！個必須出嚟了。我特別就兩位就話攞入領。阿 John 頭嘅啊！我俾看到，我梗係 Photoshop 落去嘛。你偷你打下，你騎掉，好我攝你領。條 band 啊，當時。是啦，條 band 啊。我拍嘅。講啊，領啊，我拍嘅。嚇。咪佢話你叫你講你做食嘅啊？係咪做食？阿阿什哥係啦 ，green pepper 啊。哈。阿你叉。我買得製咋，我買得製是下面啲製咋，因為都梅啦。嚇。都係杜波令哦，都在下面是。哦，我在。哇！仔啊，哇搞啦！咁呢嚟？杜波令係食嘅物件，杜波令係海鮮嚟嘛？唔是海鮮嚟，伊是菜嚟，成個細細粒嘅叫呢。杜波令真水，真水嘅。呀，真正水嘅。呀，伊 related 啦 fruit，卡蘭波拉。杜波令是雞，杜波令是桂子啊。桂子啊。只些咧，伊上加迄個面嘅地盤啊，你看只地盤驚，你看你。個根，伊特別伊嘅形是 teardrop 呢。啊，對，一半啊，你看你。呀，只水。伊形唔是 teardrop 啦，伊形是杜波嘅令啦。對。杜波，我真係叫杜波令啊！其實是咯，我能講teardrop 嘅 shape 嘅話，我是叫杜波令形嘅。就個人查某情安定係屬於杜波令嘅啊，嚇，我是叫呢喎。我好我嘛，because 有一道我嘛講我做開派，我做開垃圾。because 我人去咧位啊嘛看一隻豬咯，然後你豬嘛是可你
杜驚你熟嘅古靈咯，係。杜靈，杜靈男士古靈。安怎杜？咱講杜波靈，杜波無上加即個杜嘅靈。แล้ว我嘛直直叫我嚟。My God！ 啊！特別嗰隻我 actually 我先係真嘅，我當基本是真係歹嘅。แล้ว我就硬妹咯，我硬妹啊！แล้ว我嘛就歹勢咯，แล้ว我就唔biết咯就，แล้วก็唔會嘛，你做咩做？แล้ว當時時啊，我人家跟啊，當我做開垃圾啦，係咪㗎แล้ว啊？但係我當見啊，我真正無暑假，係即係當時冇辦法啦。我真正無暑假去一個位啊，你特別 behave properly 啦。我未怪你暑假變成學嘅。我暑假上個你看，就嚟你講啦，成朋友啊，你一個人講話嚟個，because 我係 family 啊，特講啦。即係減。呀，我一人講無暑假開唔入去啊。破嘅款啊，叫我個破嘅款。呀，แล้วพอแกะกันด้วยมาแล้ว喂知啊，當見嘛，本時安款啦，人特講啊，唔知你是安怎去學啊，乜物件咯？哦，你出來是較鹹嘅啦，แล้ว你是一個是較，你是個學樣啦，你。呀，แล้ว我教伊嘅時啊，我也無甲我講話，差不多20幾年。哇！為什麼 ？Because 我係講。Number one， 我一個出來人講，他甲我講佢無相啊。伊甲我講是 because 我教因按摩，แล้ว伊安尼大單，伊都無類 offer 我誒 the lifestyle I'm used to。哦。แล้ว佢剛愛帶我做波，安可嚟打波，乜嚟愛？哦。老頭腦啦。แล้วอีกว่าเด็กหลังกล้องเลยสิ because ว่าตับอินว่าเทียบเขาใจมาแล้วอีกล้องว่าตับอินอีว่าตุ้งชูสิว่า take over for อีละแล้วว่าบุตุ้งชูแล้วว่าอีหลังจะบุจันสิงว่าอังมันไหนตุ้งชูแล้วว่าอังแล้วกล้องฮอกเก็ตว่ากู dyslexia เลย安怎對處？แล้วอยากรู้ใจว่าจะ講咩？伊講你嘛是過這邊，你嘛過這邊，你來過這來這邊，來過這邊。我解講對。哦。安尼講，我解釋講，咱嘅邊咧學嘅 spirit 就 rebellious 嘅人邊咧。แล้ว我家特到就講咯。你特行好，就是你自行無好，就是安款。哦，講你破嘅。伊係講話做一個查某。我聽到毛毛菇誒，哇，直直咳。大家好，食了啦，咪亂啊！聽到不老話我聽你。諗下。我應該是生一拿波，我無應該是做查某。哦。成個話呢？呀，我係嘛，我大不多嘅事啊，迄個唔知跳檔嘅人啊，唔知你啱嘅人叫啦，迄個人看到我嘛大聲啦，正把路個愛出呢。伊甲我媽講，伊講你係即個媳婦啊，你就要真正小心，若是一生大波啊。伊是無命了誒，查某伊就有貪搏，แล้ว細漢時我記人個了會記個，我媽甲走去咧阿媽邊啊叫我講特別生查某，แล้ว生出來我人個了嘛歡喜，แล้ว特別伊人แล้ว我對人就是嫌我嚇咯，你是大波先來，特別我人叫咗就變查某去。你立槍真亂氣啊！立槍，你立叫立槍亂氣。OK，嚟，嗰有你杜波拎，唔是拎嘅咧，你個就行到特特，我想到啦。行到特特，你攞個裝有幾個數，我個會別人，對啊，攞成老師特別嚟講嘅。
我咪爆槍啊！當時無，咁我咪就對隻沙當嚟。沙當我咪你成個講，細漢看到了，你出來人無相信，特別你安怎甲你出來人交代，你看到時，還是一頭講無講啫，就無出聲。我有一頭講嘅，我看到我第二次就會嗰樣講咧。了，人有相信無相信咯？無相信，所以做到我家己變做我家己本感覺，應該是我家己亂想啊，想濟啊，安尼咯。但是有一道，我才發現我看到嘅嘢是真嘅物件咯。啥物事？我有一道是應該是去韓國只對來嘅。喲！我去韓國對來。即大漢啦，我去韓國。我去韓國大漢了，然後我對來嘅是我轉機，然後我就感覺講成個人講了。我轉機嘅時候，我感覺死啊，做咩事成個噗安尼啊？我就講可能叫人啊，人線啊。緊嘛，一部機對來嘅咯，一部機對來無安排，嗰就一條張 A 就是困啊。嚇死咧！困啊，本是2點幾，我感覺加大風，我感覺到規個人聲飛着加飛起來呢，就撲起來呢。規個人我手係咪規個人飛起來啦？加大風，那佢又是，嚇你車唔是正車嚟，你目睭是看掉，特別你看到面口嘅物件嘅了，就看到邊啊面上嘅會有一個。無像個人，特別像個巴肚，特別個像個人嘅形嘅呢物件，笑。你面上邊？就是種，我覺得好呢笑。搭波聲啊？對。笑，嘛是逼家己請咯，因為你定就係逼家己請，然後嘛逼家己叮當請起來。OK，然後講 OK，無事看，個了物件無了，都再困。困了就有一個身軀起來困咯。因為我見到人講，你安尼直困，你是按照科學來講是係咪？你是會掉地啊？你成日講你困直來講你正對。嚇你是人生是人會講嘅，即係是你困到一半，你上線了，你人就會叮當去，係嘛？對。講 OK 咯，我一個身軀困咯，咁我有條困咯。有條困，個再袂叮當了，下你風個再加了，伊對我阿妹，伊對我阿妹，伊對你我，好，安尼笑。我要聽，我要知我嘅聲成怎？你一聲係我聽到成個到底你房間裡面來嘅聲，安尼，還是伊個到底你頭腦裡面嘅聲？伊耳是一個物件出來嘅聲。你笑時笑我聽下，安怎伊，做開快。伊是，我成個咧做戲咧超人咧，你感覺真係出面，你感覺我真。特別我驚啊！我時間都鐵頭就掉啦，成個講。伊甲我鐵頭。伊成講伊鐵頭甲你衝地，伊家己好笑啊！哈，伊唔是講要敗害你，要害你。是 ，actually 我看到嘅個了，本是甲我鐵頭嘅。從地話呢？你就仔去到韓國嚟。阿咪你講？我就講你韓國入對嚟咧，因為我感覺伊上架喺韓國，係你製造到嘅，係你嘅咩啊？崩爺爺啊，係咪啊？兒啊呀！唔是，我係出國。係你北東啊？伊是講係北東嚟嘅，對。嗰啲誒濟州 Island。對。伊是mascot，OK？
也是 mascot 嚟，特別伊唔是很大 mascot，伊是幾百年來一路來都有嘅 mascot 嚟，像是一個地主啊呢，即地主講緊啊。上個嚟拿講嘅物件。我感覺我得罪咗伊啦。因為我去嗰邊嘅時，唔是有真領隻咯，咧有一隻較大隻嘅，我感覺個出邊啊，我去幫佢巴肚甲伊手呢。你幫佢巴肚係冇？所以你幫伊皮坑嘅話，你嚟成大部件嘅。韓國那是去幫伊皮坑嘅，韓國那是去邊切頭啦，看到啦，去幫伊皮坑嘅話，你就巴肚成係件大部嚟嘅。哦，actually of course，即係冇 scientific 嘅冇佢哋地勢啦。不過就係你阿森勒西嘛，冇去幫伊皮坑咯。那是有年伊冇成日空去幫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อาไว้สิโอ้ส่วนเขาน่ะแต่พี่แล้วลูกจะทำใ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ตาหันหอยบองนะ冇啦，而且唔係盤咁咯。แล้ว特別我愛按咗ใจ是真嘅咧，我做自己嘅事，因為我個家己有香港就講請嗰種禪佛回來拜嘅。我唔驚講平時我個嘅禪佛啊是咁樣啦，แล้ว我就暗示我個，我講你有無佇我佇韓國嘅時有請你人講轉來哦？佢就講我講無啊，特別昨昏暗暝我發夢規個人飛起來，像個飛佇天花板安尼，是我講 landscape 安尼看到嘅，安尼飛到嘅。哦，是個 drone 呢？一飛係個 drone 嘅，伊講一飛入我嘅房間，看到一隻黑黑嘅物件，伊甲走我。咧因為我有，伊講我看到你安尼有條咧，安尼黑黑嘅物件，啲你後尾呢啲個字路是唔是真？Oh my god！所以你個看到佢哋正興嘅咧，看到一綁到，嚇，然後我就講，誒，你真係知嚇，想嘅，嚇，還係是去我就感覺，所以我看到嘅物件是真嘅啦，唔是亂想。哦，哇，是攞人 share 你個嘅你綁 share 掉，攞人 share 上隻綁，嗬。幾厲害！這裡就點樣來啊？這個名咪阿媽個必叔叔來啊個條，個條。有但係冇出聲，伊咪冇開。個必叔叔啊！係咪人冇開 ？One line 冇咪 stable，that's why。哦，OK，喂，佢個成咁講哦。大家好。來，個必叔叔。我未想到鬼個是會咁講嘅，邊嚟學見？毛個路好玩快啲。我就嚟就係咁樣講一個故事。大家琴日我玩過stable。OK。就係我咪是介紹我 friend 去聽邊嚟學見嘛。然後最好我咪就嚟傾咯 ，after MCO 嘅咧就出嚟嘛。然後 recently happen 啊，一般比較盡量這樣㗎，到 hospital 嘅。然後又冇去麻醉嗰度，然後直接嘅時候，伊就到成日計伊問我伊爸咪講下OK 啦，咪咪就咁樣咯。然後伊發到到 hospital 2 months 後80位咯，然後伊爸對嚟處好誒保好，成 usually 伊爸佢就做工即 office 工嘅嘛，就建築嘅嘛，然後所以就到啲處接半嘅咋，然後計。嘛得 spend time 咧，佢做工咯。然後 on that time 嘅時，發得邊嘅時嘛佢，伊講阿張你驚無錯，伊講我喂驚幫我，伊講我成日對啦，伊講我要接門你嘛煮喎，伊講阿張你面白白可能，你知道計嘛都講我講價2.幾啊嗬，你講伊只帶咗俾佢困咗就伊咪是困咯，所以嘛得做孬乜物件，所以伊嘅 son after that that time 2.幾嘅時，doctor 計講伊被80位伊80位啊嘛，所以嘛被對嘅計嘛得尋常俾佢做打下你病你睇下แล้ว伊學生計嘛講啊，喂朋友報啦計嘛講。伊嘛講咩啦？有禮拜咁咪兩講話，講禮拜在裏邊困掉咪個了。佢看伊講冇了，人家爸爸冇了，爸爸冇水嚟，伊嘛冇相信咗，上班人叫冇啲啲，伊嘛朝條菜鏡，一2 weeks 咗，伊嘛都問對你發到困掉響80位去。了，after that 嘅時候嘛是條你嘛就講 MCO 嘅時，比賽叫咗濟人來嘛，有喊往10人甚至安尼嘛。
แล้ว after 做咧樣成日條長嘅 because if father 講 okay but if father already I think if father 成日條講緊啦。แล้ว after 嗰陣時嗬攰嗰陣時啊，伊mother 啊。你講伊爸有病啊 ？cancer，伊 father 就是條 cancer pass away。特別麻是有。伊爸有病了，伊爸有病就 last stage 吧，樣咪可以麻晒咯。OK。แล้ว佢學，特別 father 是有 before that 嘅時嗬，before 伊 father 成日講pass away 嘅時，成日講 few days before，伊學我朋友旁邊，伊就成我朋友嘛。你係就我見人講成日講。伊成日介食物件，你有介交代伊物件倒來面幫很咯，知哦。แล้ว伊就我驚成日講月咯，แล้ว咪是 hospital 看伊，哈你時伊發到風險成日好起來嗰度，成好嘅講我 few days 就算pass away。係咯，叫歡慶。แล้วluang在我聽過，你講你物件，成日有人講有人破病啊，嚇，伊歡慶風險變咗好去啊，換咗好去啊，แล้ว佢就就掂啦。我聽過，特別上有交代樣啦 ，family 講係咪物件，咁咧交代病咯。แล้ว伊 mother 是冇交代掉咯。แล้ว攰嗰陣時候，伊 mother 就嚟樣幫嗰陣，因為 mother 啥 2 weeks 自己係星期嘅嘛，比較樣只 living couple 嘅嘛。แล้ว我 friend 講就係我 friend 做白嘢嘛，所以伊個講就短嘢比較想條橋嗰啲物件，咁了啊 whatever 可能愛安怎去搬啊，還是愛荷蘭還是咩嘅咁了嘛。所以樣咪是只大一咯，大一了樣講。since MCO 咪亂走啦，所以咪是多處橋的 the time 啦，多處做更狠啊！伊講我 the same time at 半年嗬，愛特別點先 ，A B 調下你講，伊咪是個做你行啊好唔來嘅，水那邊，你講走去kitchen特別冇乜味，因為你我多嘅嘛 ，because 你會時候就講，你咪都pass away咧嘛，係你走去kitchen 嘅時間好咗，你可以計嘛喎。可以計嘛？就講咩唔係解舊大佬係我真係揾幫嘅，咁了就，還是講到大正面物件哦。你一kitchen 到啊，係你是到，你講嘅時候，佢講，你未必讓 kitchen 有風吹，講冇風，伊講開物件，你攰嘅時，伊嘛都可以幫 something， 你咪是開照大字嘛，把 recently 嚟到攞嚟開你大馬仔係咩啊？樣個條字哦。It means cover both the parents' funeral expenses, you know. 計I mean， 有計先計物件嘅咧，一條嘅咧，接條講落嚟，成個有。記起嚟講嘅唔係，講到係 sudden 可以講嘅咯。Just joking 咯，But the father is quite a bit 嘅係兩部嗬，佢對處嗬。meaning is so already， 伊唔敢死嚟，頂伊係對處嘅咯，I think so， because 要計點講官嘅，要計我 friend brother 講咧講，伊未好勢講，伊未對起啊，然後咯 ，but unfortunately 未嘛，冇事掉嘛，咯 MCO 就 because 人講等佢發咗出嚟 hospital， 愛讀對伊就行過咗嘛，所以人講 doctor 冇解講 prepare 咪嘛，然後咯，哇！是啊，你看，這個阿三拉曬邊，聽個驚，毛毛菇，新嘅鬼告訴我毛毛菇，最近冇嘅咯，隔壁有咯，講啊，我喺厝隔壁搬走咧嘛，14年 foreigner 搬走了，你係講我。伊搬走了，我人唔知伊搬走本，了所以伊厝無空氣哦，一暝對來嘅事。看到安怎洗衫機個了，我人好誒個了，搬走了啦，對厝暗冚個了，了講我無事咯，應該是搬走了無交代。我到下暝2點幾嘅時候，唔過伊嘅 kitchen 到我 kitchen 是小念嘅，所以 every time 伊來有作品啊。切物件啊，一大聲都會 pass 開來嘅聲啊，嚇！一半暝2點，有人喺邊北杜吧，安尼可能正，continuously 2暝，然後嗰時暗喎，我諗第3暝是有聲，是我諗個ICI 就行去外口，佢飲到對厝內邊。
暗傻傻喎，然之後篤喎。แล้วก็บอกกำวั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แกคิดอาบวยบุยคิดคอยอาบวยบุยถึงก็แต่เป็นโบราณเลยว่าอัมโมโมอัมโซโซไว้ว่าแล้วอีเสียก็ดีเป็นตอกเสียตอกแชร์แล้วอะไรก็สิตอกสันเถาท่านเองตอกอากาศอุลัสพอจับกอหุ่นเจงกันในควันแล้วเดี๋ยวคิดว่านักกุยตี40แล้วว่าแอบพอคิดขวา無人個本來劈落啲外口嘅，所以外口都無人會入去嘅嘛。所以 ICI 會聽到啦，唔是亂啊。唔是ICI 會聽到。你搞誒咩搞？佢自己第4咩9點嘅時，佢就 start 咗度，唔知換9點咗。個聽突咧咯，咧我喺度疑難咧，入到對面嘅啲邊，講到對可以聽咧就係咧，一啲邊個成個有巴拉些聲，喺到對嚟啊，Moscow 嘅路啊 ，maybe Moscow。哇，梗係刺激啲咧，嘅個字嘅事，行業有人開門啊啫。แล้วเวลามาแข่งจิกิกว่าโอ้ my god คุยกิงชูแล้วมีสิล้วนชี้เจ้าตัวโบราณตัวแล้วมีแก่ปวนแล้วสัมปะคุยซีเกแล้วเวลามามืออูเด็กเสียอังเกอร์来คุยมือยายโจชูแล้วมือก็รู้จ่าจิ来แล้วค่ะยังบอกว่ากินที่สิเท่าจิอ่ะโอ้ว่าเต็มๆยัง出来แล้ว這是我厝同音結別嘅咯我向掉一別即係嗰個吞角啊哦，這攞啲有人嚟做厝了是無聲了啦。個會係嚇，就是我冇估，你冇驚得罪伊啊？你個家解老彎啊？都唔知，佢嗰邊before 伊搬走嘅時，是咧 foreigner 是搞我隻 friend 嘅，佢話就嘛可以咪嘅食嘅。แล้ว所講是伊朗嘛，แล้ว結果都唔是伊朗啦，แล้ว殺價咯。哎呀，關事啦，這物件個了，哎呀，真靈嘅，我冇估起啊。哦，大媽所當講嘅迄個，係少，伊講迄個潮嘅啊，唔知啊，肯定是啊，有嘛只有咧尖聲，本有了，尖聲啥物？我甲你講吼，大利大比嘅聲本有嘅。呀，咪講我第一件物件是大利大比嘅哇。我感覺到伊嘅聲吼，伊笑，係時候我感覺到是喺屋嚟，我甲你講。喲，真啊邪氣！我細漢啊，我係小弟真啊暑假看，我看着我喊啊！阿漢，你有看過大利巴比是我白色無？無。大利巴比？大利巴比是巴比是 black white 本誒，唔是 color 誒。哦。無。國家驚。哦，聽咧就驚。然後伊個紅公啊，毋是伊個大利大比啊，伊白個紅公啊，我嘛是真啊驚。講伊頭有個什麼有兩支物件啊咧啊，有隻 plus 咧 minus 啊。迄個哦。對，他有大利大比，他是話，誒，我看條龍正長見到。哇！阿漢見到。你看白蕉，會使看白蕉開白蕉，我真係驚。嚇，佢對，會看白蕉開白蕉，困掉嘅時候。媽媽，迄款啊，韓同金線出你係咪愛話林邊個似隻靚嘅個？即係話林。似隻靚 OK。冇咧，大隻嘅，會講話咧，會烤嘅咯。我成日只 realistic 啊。誒，我講聽，我捌去到這邊 Missouri，我這邊有教營啊，我捌講過本咧，伊個規間厝是 doll 嘅 factory 啊，咋？是啊。3層樓啊，แล้ว伊規一個樓個แล้ว是伊個頭來啊，伊個咧 stock 掉喺冇上嘅頭個แล้ว咧，伊規間厝個咧，好似除咗一隻手一隻腳，看你伊個 butt 個แล้ว就。
你做咧 photorealistic 頭呢 John 有一個位是干那頭 because 像做頭毛嘛用吹頭毛嘛所以你看到這你伊無像把有咧成啊伊頭毛伊坑伊毛坑咧一坑咧特別無伊毛無剪落去過啊明白。你在做咩事？我古代啊，我讀迄 Enid Blyton 嘅古代細漢嘅，迄個囡仔嘅冊，伊個半暝三更天落跳，起來跳舞嘅，然後死啊！係咪成個 Toys Museum 咧？看你告訴啦，成個 Toy Story 啊，你看啊！這乜當今我看 YouTube 這樣，成個翕伊嘅小應該好小應該是好像可能伊多頭咧叮當的，然後咧還是不就飛過來。我驚。OK，等有頭毛嗰個不要緊，迄個無頭毛咧有坑嘅啊，呢個刺激啊！啊是目睭啊未下個。我捌講過了，古早是我頭先做 GP， 是我有一個朋友，是我係新一八年嘅朋友，後擺叫我去 visit 伊，若是托病，是我去住。即係是大波人無夠嘅啦，所以我遇到伊時，伊就70幾歲了。我入去嘅厝啊，哎呦，真正刺激咯！想甲你講，你看啦，甲了多，甲了喎，這是大波人啊，大波人。所以會 collect 嘛，แล้วอีชิวกันแล้วสีบาร์บี้都嚟บาร์บี้都 OK บาร์บี้ก็สวย係想碰嘅你講水你看到你現走啊對啊你又貴那清บาร์บี้都你知冇你留看呀看了บาร์บี้都直接看路嘅哦有一個似乎嘅主持啊來賓都有บาร์บี้都他們鼓起來啊！哎呀，這個你腦啊是這物件無，我驚是蝦米？我唔驚伊話俾多解呢隻，我驚是我平常我唔解啊，但係看嘅人啊是太雜無事嘅哦，你來邊 basement 嘅哦。但係我講嘅就是我哋是叫嘅啦，我相信英國叫。我咁啲誒都。maybe 有你頭毛是正嘅，係人嘅頭毛嚟嘅。我嚟真啊！哦，你邊度開咧？John，當我冇講起係你本身代museum嘛。嚇。OK。有人 recently 有人去過哦嚇。誒，我問你話，代 museum 是定到 Novotel 嘅 hotel 係邊嘅？搬了。哦，搬去到。迄個我 butterfly farm。哦。哎呦，咱未使。嘟。我嚇，你我去啦，你我去嘟 museum 嚇。嘟 museum 啦。那是那一來面是無人，佢哋做嘅成呢個較好個，係哋聽下做嘅成呢個較好㗎啦，係。來面是 totally 無人嘅，我呢是嚟按啲啲講梅嘅。哈，呢是 MCO 嘅時期啊。冇 after MCO 啊，after MCO 計曬出去嘛。嗰時無人嘅咯，呢是你學你做梅嘅時嚇啦，而家對你開 account，呢是咧。好多自己，那一嚟，大家一嚟 warehouse，等那時啊，一直是你個了嘅咯。然後自己呢人冇別人嘅咯，所以我是去in the group，我咪話 friends 㗎 ，maybe 六個人嚇。So 冇時間啊，我時間啊，我玩到自己是個計 creepy 呢。刺激啦！你可能是搞 display case 嚟咯。你就是要係咪多一下有 related 冇 related 唔係落去啦，落係我介刺激。特別你在刺激，真係人嘅拉薩刺激是因為人伊平常時冇咩人嘅位啊，伊有音咯，音咧為音小一小節音嘅即個 element 嘅時候，你對拉薩刺激啊。你無咪成個有人是
貴嘛，人是陰嘅嘛，人是貴嘅嘛。然後你無人是變做陰，成個學堂啊，阿妹去學堂嘅時候，甚至在刺激的時候，所在看無半人。那就話學英時啦，都有對人本來嘅時。那就在去。嚟都 museum 嚇。真係我有你感覺哦。OK， 特別人去較就是無啦。人去決定咧小人個啦，每日走個了。我去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哦，本是有感覺到。是。特別人講我嘅 energy 啦，是真正真貴嘅，所謂下晝就最貴嘅。Juno，你個擺對時，我對白白個，你人去就俾你揀好冇？Jubilee Camp 有咩會？係咪嚟？哦，你 waterfall 邊啊？阿莫花會邊啊？哦，講你 scout 啦，即係去。人講就有垃圾咩？特別下邊有下邊物件看啊？冇下邊看啦，依人有嘢黑嘅啦，依個近邊嘅黑。咱阿妹去啊？冇了，去俾人邊，貼個了，一條路了，哦，是。我試下邊肯定嘅，特別貼個了。呀 shit 啊！特別，咱再 try， 我另外一位我未 try， 另外一位我未 try，OK 哦，咱個就人就直接去 try， 我未去。阿妹去行落去伊個最低嘅位 ，Kilomat Reservoir 邊最低，行去嗰邊嘅路，嗰邊就係。係佢都掉你係咪？人講會發咗咧，我咧行落去。你下你怎麼名哈？阿米娜 ，Rose 嘛？啊，有 Rose 唔是。講條 murder 就入邊嘅嚇。真唔知啦。Nurin 啊，Nurin。是，我叫我講唔掉，我講掉 Rose 都我講掉。你哎呦，未記啊！這 episode 是唔是公公唔是哦？不是，這唔是鬼嘅，這是一個人，80是條 murder 啊。我哋嗰個係零幾年買嘅什麼？Nurin，Surin，幾隻會咗？這個叫Mona Fandi。啊，媽媽佢講係咪攞隻位？見啦，咱去講，咱去吹起嚟。哦，對，我在，買個看，我俾佢變成曉。你講只字樣嘅喎，我俾佢冇卡冇啦。冇佢卡啊，變成曉就自己驚啊。佢冇殺。Good side，大樓推邊啦。應該我係嚟講就一 try 嘅係頂起過去 Woodside 嘅。我哋時候咪去嗰學校流嘅學校啊。後邊有一個成個建造廠嘅會啊，我個個特別看到物件好平。哦呀，講我聽看到未？即個毛古地，無即個英國中啊，伊特別啊，伊只幾個水無個人講，你係咁樣講？我呢就講過了，政治就講過了，伊個紙伊個詳細紙啊，特別看到物件。有一人คิดว่า喂，等陣先，你聽咗都唔係計食先，情紙是一類個。我試過個是詳細，特別我個哎呀，其實伊貴先了特別啊，伊人細漢嘅時去 holiday 是我來講，但我 try 伊係頂去大頂，特別將伊嘅點聲係報時啊，伊人袂使等個上暗嘛，伊人特別有天貴。係長egg แล้ว一人看佢長egg啦，5點就長egg 了啊。because 伊長egg 有伊個長經是啲後邊，我伊個建造長嘅會。哦。because 即係我係個特別伊係頂跳頂時啊，我諗看伊我行來嘅，伊個那徛，你看啲看伊個建造長。細漢時啊，是。我來嘛。橋伊啦講，你做咩？伊說，伊成個閃電啊，肯定。伊有看到物件好勁嘅，伊啦看到我
我做佢事時了，出山嘅時，一堆隨時看到我係做下啲嘢，個口，對下下啲流水。特別你講呢個describe 一般是 describe 啊，我係做情係咪啥？講我係嚟馬聽係時我嚟馬講，伊安怎知啊？伊就冇嚟馬喺那邊嘅觀察，冇看到伊那邊。特別伊講啊，準上架伊情係咪喺那邊嘅觀察？哦，伊看到到底觀察那邊，特別係特別是做。我細漢，伊人幫辣，我想過去辣去那款呀，伊個大人就慢慢被放回去，佢去看西人啊。特別對你聽知就講過啊，講過好難聽啊。特別我要再次你個看到嘅時候，即是你 already 無你到底邊個曉時是養做囡仔嘅時啊，細漢嘅時啊。做囡仔，伊人是 baby boomer 來，所以伊人48年出世。OK。48年出世，所以伊人去邊個曉嘅點先是1950幾年。What？有人看到，伊人去嚟convent嘅時啦。嚟去 convent that means 大漢本啦，冇講只細漢個啦。伊人較大漢啦，上加12歲、13歲咧咁樣啦。我就是接落來啊！我特擺去邊個曉，我冇講去邊個曉，唔講去嘅一擺啊！特別我特擺去邊個曉嘅時候，我是真正有興趣，我就間 hotel 嚟咋。伊是唔是？伊是到底想刷邊啊？你嘛？是唔是？伊有一隻花園咧，一條路咧，一條花園你要行進去，是要行過一隻花園。你有一隻搭一樹頂嘅咧，啥？我都行進去嘅。你特擺Google Meet share screen 未啊？OK，到你去一啲位，你一 present 啊，點叫 present 啊？有人帶啊，John 去水啊，John。present 冇嚇，我知落來細細漢，我就真係驚去下邊大嘅，就安尼，頂到是話啥成個阿婆人啊好嘅人較通去嘅，我人是去大較就是水幫個路嘛，去邊個曉，แล้วก็จะกินยาเจียมียาขี้ไอ้จ้วงเนี่ยปังผุยเสียสิบจ้วงอ่ะอาหารนี่เล็งโซเดียวนี่ไม่โอเคว่าลูกเดียวว่ากันดีนี่เล็งว่าสิไปเที่ยวนี่เสียไม่เที่ยวนี่เล็งโซแล้วว่าสิต่อไปเลยกี่ติงเต้าว่าหลัง做กินน้าสิเหล่าหลังอีsupply จะขังคอหรือตัวไปบิมกันเบกแล้วไป grocery ทำกันแล้วตัวบิมเนี่ยตัวบอกตัวจะขังคอแกขึ้นมา so รู้มาสิตัวเบกแล้วเลยมีแล้วไอ้กี่ so ว่าต่อไปขี่เป็นไอ้ที่ว่ากี่ขี่顶面是在山顶面กลิ้งอ่างกองไว้ลง來他邊度一個hotel 只股啊老 hotel 可能搞掂除掉路小應啊嚇你會叫阿三六三 so 伊有一個 hotel 那邊我唔知 still 有喎，應該有過啊！我等我唔會過，一定打雜幾年先。你係 David Brown 啊？伊冚只股了，伊人冚唔是講冚只股了咩？哦，誒，那邊你去冇 hotel 了啊？當 game 對面對關。有啦，嗰是有啦，都有咯。哦，換手啦。有換手哦。แล้ว我ไปเขียนตัวลองช่วยความไม่เบี้ยแบบตอนตัวเป็นนั่งเขาเก่งนั่งคิดเขาเป็นตัวเขาเดานั่งให้สวยกุยเก่งบุกกุยเก่งเกียแล้วล่ะแม่เรากุยก็โซ่ไลฟ์ตอนที่เขาเป็นแต่ละคำโพยนะสำหรับสักอย่างเราจะใจขี้สำหรับสักแล้วนั่งช่วยเต็มเนี่ยสำหรับสักอย่างที่ไหน我天啊！你人捌聽，伊人講那是你相信，都無相信就無鬼。按照這邊我都無聽到阿毛人講鬼嘅。阿毛人家就是無相信鬼啦。但所以伊人無鬼講數啦。嚇，特別有本咧，我有一個朋友，我幾那裡阿毛朋友咪是有，伊人是成個講無成個人 romanticize 人嘅鬼故事咋。人是鬼故事成個真正。
對人嚟講是哇，可能暑假聽啊！阿媽是講我是看，定咗我看到Sarah Sasha唔知是幾哦，特別有冇成日講誒講到聽啊！我都得知道我看到你幾係咪物件？有冇成日咱等人嚟做，你看成日做一隻笑，你看到就成日都聽到幾個事，我特別喺度 share 要跟人講嘅就。阿媽嘅時呢，我講起時就講。講下有啊，不過成日講伊到底我就聽我隻阿媽 friend 講伊到底 art school 嚟，伊 art school 嚟，伊啊你愛 share 就 share anytime，你 art school 伊講伊去樓頂第三樓嚟，伊去幫住，講伊就幫勁啊，伊風險伊拉沙，正冷伊個迄個伊個拉沙就風吹你看呢，then伊個即個伊就成個。你 utility closet 就壓落去 access 上個 pipe 上面物件，伊講紅橋你 boom 冚去，冚去是開嘅，冚啊頂，開啊是唔知總之其實一頭靠無清一頭。喂，如果你講個一幫時時咧，要我哋每個件咧幫冚哦，啊開啊！開嚇，咧時啊，你看你聽你咁咧，情嘢考就走。超考走啊！特別有啲是普通人成個講，我覺得 feel 就是幾人冇成個講，哦，我知道幾個實在笑啊咁講。有一個我隻朋友是看佢，伊是專門成個，你成個 hunter enthusiast 成個看伊都有啦，伊都成個講我係 feel 到。伊會 feel， 伊就是伊教我嘅咯，伊教我講按照落樓卡時，我去咧 Nara 嘅 restaurant，對 Nara 冚嘢咯，其實，伊教我按照，我講我按照係知，我按照係知講有幾部幾按照 feel，你教我講 feel 就成個，你幫你成個你去 holiday 時，成個你去 vacation holiday 去 hiking 嘅時得咯。then 你被看到你被想去只 forest 噶，還是 hiking 啊，什麼好？你被 experience 咧時候嚇，所以然後你被 experience 嘅時候，你幫你成個安尼成心情情啊幫確看可能。但我被看，我被 full screen 嚟啫嚇，你教我看，嚟人講點？我哋去這裡 hotel 啦，特別這裡是伊個冇掛邊啊。這是伊外面了，無去。我看嗰邊喎，我看嗰邊。這裡是伊個會，你食啲嘅位是，這裡是伊個風景咯。哦，是哦，上來去啊，貴唔知啊？Penang Hill 嗰邊。聽到話細漢時話啥事啊？冇講就貴啦。當然冇講就貴啦。特別呢隻文 OK， 冇答我都 OK。邊隻未識喎？隻未識喎。哦，隻未識。但係特別表記啦，那個多隻咩喏咩？00嗬，someone actually 嗬。我唔係。我講啊，你捌大 hospital 做工哦。你在 Malaysia 人直直講 hospital 真濟貴，你捌看過貴哦？唔捌。你到底冇咩人做先嘛？你冇唔做嘅人，你冇唔做嘅人，我冇相信幾個人。哦 ，because 我知啦，人直直講成日 ICU 嘅人啊，直直看到垃圾米 ，right？And then hospital 我知人直直講直直真濟貴。我看白啲 hospital 時候，我想講 maybe 我看到貴啊，我真係驚，特別我冇看到貴喎。冇嘢啦。我有一個親戚啊，伊是做腦筋的哦，特別伊真係無殺氣哦，規個腦筋厝伊一個腦筋看到幾個哦。這ENO，這 ENO 係點貴啊？唔知哦。你講咩？你講你 cousin 係咪？我有一個 cousin，second cousin 啊，我係媽誒 cousin 嘅囝啦，伊是做腦筋的，特別。你知啦，啲腦筋厝一大殺氣是腦筋嘛？腦筋本來是看袂到幾個嘛，然後伊看到哦，超死我！腦筋袂看幾咩？第一無殺氣嘅腦筋就是伊。伊又水哦啫！誒，你記得到你 search 下面 internet search 叫做咩 Bellevue 啊？這裡是 Crack Hotel，這是 Crack Hotel，伊人做戲就平嘅。哦，你 summer 啊咩 Indian summer， 伊人個做你是 hotel 嚟咩 ？Undersheen，頂擺日本啊，小拍是Upland School。哦。Upland School 我去這邊。你個較濟小英哦，
我上個是捌大過一間。這邊個冇啦，伊真係成個破起來了啦，真係舊了。冇辦法理。冇頂到嘅是80年代時，我上捌大過一間。哦，吹壺。哎呀，我食吹壺。我真係介紹因食嘅物件㗎了。我唔知幾十年唔捌食吹壺啊，你知哦？啊，做乜事？這邊本看過吹，這邊吹壺咯，你能食吹唔對咧？自己吹啊！哎呦，我唔知有吹。家己吹較好食咧，我係買得特別是買家己吹，你係我翕相我都看。啊！但係我朋友講了啊是舊煮嘅 ，because 你若是舊煮，我就甲你交朋友咧。啊，啱冇，我是女 neighbor 嘛。哦哈，一直叫搞煮嘅博咸啲。Because 我特登成你知啦，人愛su家煮嘅啊嘛 experiment 咯，我特登 volunteer 去甲你 try 啦，互你 feedback 嘅，定對嘅。做伊嘅 wet 貓是唔是？博咸啲只搞煮嘅，要做博咸啲。啊，搞只個搞煮。誒，OK，等下咧就話地講貴，別講貴，冇講這裡是得咯。我本 ENO 嚟頂 ENO。哦 ENO。anh này老bé ENO。啊 O wing，依故事。我未叫放，即係佢講一嚟，before 咱看大事，我未叫即係作檔，佢講一嚟。佢講一嚟啊！哎呦，攏愛聽，就愛。我未聽。how about 迄個阿龍咧，可以前線嘅講攏到底迄個位告訴到底。哦。迄個是我人暗暝時嘛是有人家排練咯，我是有 rehearsal 嘅嘛。伊個 studio 咧，按照講咧，伊是規片嘅鏡，佇 studio 內。然後面口是規片嘅玻璃 ，so actually 你向條鏡喺 studio 內面，你就看到玻璃面口鏡路行路有水鏡嘅。較咧，我就已經發現成有一個大波徛掉看我人做物件。然後我無去管研過，我感覺迄個位真濟人suka徛掉看人做物件。即是你看到是，你看到後尾是你 office 邊？冇，係你是 studio 先。哦 ，OK， 所以當你咪你 studio 看到行路是到我都俾 try 先看到隻 studio。就是你喺 studio 入邊，你向條鏡看，伊看到 reflection 就是係你行路咯。特別行路是得一格啊，行路後尾。或者是。人愛行通去達個 studio 嘅位。OK。了。แล้วก็สิว่าเดี๋ยวบอกกันให้ตาปอแล้ว應該是我人愛看物件嘛看咯，แล้ว嘛是專心做嗰物件嘛。แล้วrehearsal了過後，我人就行入去 office 嘅位。行入去 office 我就等我朋友捡物件，愛對厝了。奇怪。有一個查甫，按我常常行入 office 位，迄個是阿妹妹來嘅。actually 是普通嘅人唔敢去開迄個門入 office，有啲人冇是扮頭前門去入 office 嘛。迄個門係你有佇遐邊做過工啊，啥物嘅人家會使開迄個門入 office。因為迄個行路咧吼，我補充者啦，伊行路是迄個你看到迄個門，你唔知講迄個門是開一個房間嘅，你會感覺迄個門是個 store room 嘅，但伊個門是茶門嚟嘅。係啦，平常時若是你係入 office 嘅話咧，你定都是行玻璃鏡所在嚇，你看到內邊嘅 setting 嘅物件，你個加行入去，迄個門是你看到了，你就請佢講，唔知是唔是 store room 嚟，還是小物件嘅房間，因為伊是茶門，你看唔到內邊嘅。所以無人會去開迄個門嘅，無人會去動伊嘅。你係我來出格嘛？即係喺你是我見過。做工人網仔咯，你行過，你哋都行過啦。你不錯去看下，你講我見到嘅是講我係 stock 嘅 T-shirt stock 入邊啊，唔是
唔是 Lu has 對，就是迄一間房間，係 T-shirt 嘅 stock 嗰一間房間對。講你巴士位啊？你試下你巴士位，係巴士。唔是，我是較大間嘅，我是第大間嘅。我唔是顯巴士，我是 indoor 嘅。你就是 imagine 是一間戲台就了，伊是一個 cinema 啦，戲台 cinema。變咗學見啲10年嘅cinema，或者我唔是 cinema 做戲啦，我是 cinema 裏邊啲 office 嘅人嚟嘅。所以 cinema 我 office 咯，你唔係講佢哋大啦，大冇關係。cinema 你看電視當看戲嘅所在，特別有 office 嘛 ，office area。office area 有空嘅房間，可能練跳舞、練做戲嘅，伊甚至練芭蕾嘅 studio 呢，所以有玻璃鏡咯，玻璃鏡頭先咪是有把咯，佢都爭住佢哋把跳舞嘅嘛，所以就乜實到講嘅就是佢哋裏邊嘅玻璃鏡咯，係咯，往嘅 studio 咧嗬，會看到外口嘅，外口不看到 studio 裏邊嘅，所以因為我有囡仔嘅班嘛，囡仔班係咧爸母被看，伊囡仔做嘅物件嘛，所以嗰啲係玻璃嚟嘅。佢咧是清清楚楚玻璃看清清楚楚嘅，所以你哋裏邊啲人，你只係冰頭呀，跨外口呀，外口睇到就是一個 corridor，一個行路嚟嘅，係啦，佢哋行路咧暗暝咧，往是冇開會嘅。你啲 studio 裏邊做戲，咁時咧，你開 studio 會就搞咧，往3點嘛，所以行路咧往是開會嘅 ，office 往半開會嘅，所以我哋 studio 用了，所當就是啲studio 會行出來了 ，studio 係你行路 office。個 studio 中就是條 corridor 嚟嘅，所以伊是開迄個 studio 門了，一行出來嘛是 corridor 咯。係啦 corridor 就是 office 啊嘛，特別 office 咧，迄 corridor 迄邊咧，好似近有一個車門會接 office 嘅，特別平常嘅人是無去開迄個車門嘅，因為迄個車門裏面有蝦米物件我唔知，因為外口人唔知，往做工嘅人往知講開入去本是相關，外口入去嘅 office 是上一個所在嚟嘅，特別。外口人唔知嘛，所以冇人去開嘅，跟住往做工啦，往家去開嘅門嘅。你做到係咯，傻當到都就物件咯。係啦，就係啦，你叫 office 你冇用嘅門啦，你冇用嘅。我用係你門。哦，OK。我舊係朋友白白用係你門，行入去 office，捡物件喺對厝。兩位朋友就慢慢捡，我就徛咗等伊。然後旁邊就有一個大波，按下你門，弟弟行過我邊啊。咧，因為弟弟行入去，我那邊有一個storeroom 嘅，一直頭入 storeroom。誒，這邊好啊！伊是啲行路會行入去嘅，你會嘛？嗬。對，伊就是啲行路行入去會就是入去 storeroom 嘅，就是入 office 要加入 storeroom 咯。啲行就是入 storeroom。誒，其實小英好玩看，我使看。買啦，買俾使。OK，下來。你話做啊？冇可能是有人入 storeroom 嘅嘛？然後我個小姐，當我看到嘅物件是半透明嘅。哦。一個色水呢，就是烏灰，當青是烏本嘅。哦，嗰陣2噸啊，2噸歐白。對，你就呢行入去喺 storeroom 入邊，然後小姐咧佢講冇對皮啊。你喺度嗰一邊講，你使吸物件就緊淡冇。嗰一邊講，等陣，我嗰隻物件冇吸咯。唔是，把你有真重要嘅物件，你吸較緊。我諗白白出去你講，嗱我個個都講係物件，你看我者，你講 OK 我知啦。你冇看到啦，意思講？你冇看到啊？哦。我補充隻物件嘅，有得是人嘅面磅啊！你 imagine 你當你徛掉啦，你徛到頭前，你頭前看到物件咧，徛到你頭前是一條行路嚟嘅 corridor 嚟嘅，係咯，你嘅正手邊咧是 studio， 倒手邊是 office area 嚟嘅，所當時啲正手邊嘅 studio 會開門了，行過行路啲你頭前嘛，啲頭前佢嘛，一行過啦，一 cross 你行路了，行入去 office 裏邊，係咯，喺你 office 有一個茶門。下面開咧，即係就是 office area 咯。office 裏邊有一個 storeroom 嘅 ，office 嘅裏邊有一個 storeroom，細間嘅。所當時看到迄個大波，啲迄個行路位，甲伊白白企喺所在，一頭行入去 office 了，一頭行入去 storeroom 裏邊咗。係咯，迄個 storeroom 是往一落來就再講有我帶幾人去嘅所在嚟嘅。係啦，另外一個物件咧，我甲你講過有一個 intern 啊，迄個 intern 咧是迄個夜客頭嘅好朋友嚟嘅。迄個 intern 嚇，就是啲外國嚟嘅一個 intern 嚟嘅。
伊就是有一日伊甲我講，你明唔明咋？你講好。是我插隊啊！伊講上所在嘛，插隊啊！伊有一日伊甲我講，伊講Mr. Wei 啊，我有一項物件要甲你講，我唔知你有相信呢啲物件無啦。我講你講嚟聽下，因為伊是外國人啊，伊唔是馬來亞人咯，伊是外國 Maldives 嘛嗬 ，Maldives 嘅人嚟咗 ，Maldives 嘅人嚟咗，所以伊是外國，伊個是馬來嚟讀冊，所以伊無咩會曉邊兩個物件揾嘅嘛，特別伊學啱伊有一日。伊甲我講咗，即叫迄個我哋都知是係咪告訴咧？伊就講，Mr. Wei 啊，你就講迄個 storeroom 裏邊啊，有一個人徛掉嘅。你普及嘛？伊甲講有一個打波徛啲邊嘅咋？迄個打波應該就是所講看到嘅打波係咯，伊行到對家己所在嘅。伊特特只應該是頭邊啲合。我無白格過嘅咗，我 A 講了。B 半講，C 半講了佢又話講強緊咧，人講覺得上物件咧，所以我變咗是咩做？變咗是我相信佢咯。因為 start 嗰陣時我唔知講有可能人至少講話嚟啦嚇人對唔對？特別我唔捌白格過，迄點時個模式個唔捌嘅啊，半佢講嘅故事啊，變咗 perfectly match 嘅咗。你講去嚟講少啦嘛，帶我去我個 Simon，我講帶去樓頂。去看是喺你 storeroom 是唔是？我有帶佢人去看喺你 storeroom 嘅，你我唔知你去過，你應該有去過嘅，就是喺你 storeroom 啊。係咯，伊講有一個打波徛喺邊嘅，你知哦？我講我每路嘅打波是老 camp 是少年，老嘅。誒，我冇看過咯，伊冇講就老嘅嘛，實當我冇講就老嘅。冇講就老，阿個40幾歲。汪向基是咩做？汪向基講伊唔是本地人本做，汪向基講伊應該是 key straight ski 點事啦 ，key 處嘅 one of the construction 嘅人嚟。哦，伊就是伊冇嘢啊，伊唔是 local 啦，伊是 foreign labor 嚟，伊冇嘢啦，伊別對處。哎呦，汪差人係了，所當你減一個 fact 個，伊成股淡淡嘅。Yeah, my God! I am gini. 伊成股淡淡嘅，所以伊你成日時講伊無你注意擺起來嘅。成日攝安尼啊。你快啲佢入嚟啊！Hello，伊所當學佢，你快刀定乜事哦？學過伊一刀，你其他嘅冇想了。其他嘢冇啥物件咧，係咯，常一個所在咧，係你 office 咧，你到處邊嘛就 office 同我講嘅，冇你行嘅咧，有另外一個 rehearsal 嘅 team 咗，另外一個 team 就冇關係咗，另外一個 rehearsal 一個大波，伊個講嘅 Mr. Wei 啊，我講一下物件啊，我直接啊，我 rehearsal 往 usually 往是 office 冚會冚嘅了咧，所以咧 rehearsal 嘅 person in charge 伊家己做了伊物件咧，阿妹就伊對就就好啦。伊家己冚了，家己行出去講冚過嚟落邊嘅會咗，往 office 嘅 rules 係講嘅，因為 office 人辦公嘅了嘛 ，box office 冚嘅了嘛，冇戲嘛直接，所以 studio 有 studio 嘅 person in charge 咗，伊冚了，伊家己行往家樣咧，伊家己行叫講拖 shutter 係啦，冚會冚嘅了，啦冚會行出去嘅咗，因為往喺邊好一步是。你有插入嚟啦，你愛入 office 咧都要用格，你冇格嘅話，你別住 office 本嚟。所以外口嘅物件冇咩特類，所以我冇講驚講就是頭天物件，所以我幫手係人家己 come studio 啦，家己行走嘅就。有一日，伊就講讓 studio 讓阿妹啊，嗬，是唔是有當時有人喺 office 裏邊？我講就是講，若是開會嘅話，就是冇咯；有人嘅話咧，嗬，就丟開會咯。你講下 ，OK， 我最數你講，就係往 studio 了了啊，往用了了，往行出點先，裏邊有一個大波看掉我咯，就，有一個大波，啲 office 看掉，伊行出去就，係啦，伊就嫌佢講，是唔是啲裏邊做工嘅人？我講下，若是講伊是開會嘅話咧，絕對是無人嘅，你看到嘅咧，絕對唔是人嚟嘅。係啦，伊講下，實因為因為我做咩事因為我就。因為伊家己啲台裏邊表演過嘅，要做過戲啊，要參加過都參過裏邊，要啲嘅裏邊做過物件嘅。伊講迄個大波古仔啲裏邊，伊都看過啦，所以伊就落嚟上講是往做工嘅人嚟。伊講我覺得伊啲冇上所在伊講伊就是啲迄個 backstage 位啊，啲迄個人講makeup room 位啊，啲 makeup room 因為往唔是 cinema 啦，往是 theatre 嚟，所以啲 makeup room 裏邊咧。一看佢迄個人坐喺邊咧就，
你看過啊？所以上講是做工嘅咧，如果講是做工嘅人，上一間咧，上一間嘅。我個就我冇你見，我個叫我特別喺邊爭一個。特別你爭A 所在就是伊有去過所在咯。哦，你是唔是錯我去邊大啦？是唔是你啊？冇，特別你爭 A 應該唔是，你爭 A 是大大咧。伊有樣看到伊嘅是四大。OK。哦。即係兩個大人講，點解你冇你食 intern 你去大浪嘅，係住嘅。bungalow 嗰種。伊只好笑咗，應該往有intern 嚟嘅話，你話應該伊是外國人嘛，伊是外婆，一般是外婆，本是外國，所以伊啲邊咧是無厝無捌人嘅啫。所以伊講伊要隨所在大，我講誒可能係當時講無人用佢哋 bungalow 是學 performers 用嘅，就是講有人 perform 外婆嘅 perform team 嚟邊咧嘅話咧，bungalow 開好像大幾間嘅啫，所以20-30人支上一間 bungalow，好像 just rough it up 啦，係咯，2-3日用就走咧嘛，一個禮拜緊。所以迄時陣咧，一個月之內無戲無半行嗰陣，無 foreign 嘅 show， 所以無來用 bungalow 咯。我講啊，無你去大嘅 bungalow 咯，正大間嘅咋，5-6間房間嘅，大間嘅，伊是你一人嘟嘅 project 嚟，正大間嘅，landed property 正大間嘅，好嘅人嘅厝嚟2 million 嘅，所以唔可以大咯。伊講好依大，依實大2-3日啊，就得2日呢，一直講我除咗出嚟大啦。你除咗喺邊出嚟大啊？你講我喺 college 裏邊有一個朋友啊，伊學我大伊嘅厝，伊學我大概別話講，特別你大喺邊對面，你嘅辦公行啦，往個 office 冇你超完這個7 minutes 就得，全部是你唔大喺邊，你咪去大家，但仲冇嗌喺邊去啊？你講冇啦，我講喺邊，如果大家好嚟個爽，OK 咯，一時上次名教我講係你裏邊有一個大波徛掉，係你告訴係一名，你講嚇 Mr. Uy。顧另外一項物件，你講係物件？你就說我買大一間厝，我講你講你朋友和你多出嚟大嘛？你會甲朋友大嘛？講 no，because 喺厝裏邊有一個穿紅衫嘅查某，喺厝裏邊有一個穿紅衫嘅查某徛喺樓梯位嗰度，伊唔敢去樓頂嗰度。唔敢落。對，伊唔敢落咗，伊講有一個穿紅衫嘅查某喺裏邊咗，所以伊大頭一名伊個硬過。第二名，伊骨真嘅貴，到第三名伊買大了，一直到出來啦。伊樓頂就伊講伊買大了 ，because 伊講一直落嚟本看到誒，是講嗬，一直落嚟本看到咧，伊無插管樣誒。伊講伊嗰陣啲貓啲票看過本，伊無插管樣誒。特別當佢唔是你無插管樣嘅問題錯，是人插管路錯。樣買放過路。我係話媽講啊，你讓查某死線啊是有數一個比較特別啊，伊叫伊親戚個了請可以請啊，你去觀察，然後伊個先嚟到對來。Revenge。呢是 revenge。係啊，對，另外一個點咧嗬，冇關係咗，500個人嘅咗，到底你完全冇關係嘅人嘅咗，樣是 performance 點，係 KL 嘅人嘅咗，一 KL 一個人一起來，伊大喺一間一bungalow。伊大啦 bungalow 咧嗬，伊我廿數時我帶人去看嘛，日頭咗下晡時唔知1-2點定係咗，我帶伊是 person in charge 啦，我帶伊去啊，即係開門嘅，一直行去呢，冇人大嘅咗，一個冇人大就是冇人大咯，一直行去呢，伊就講，伊裝條位收到裝條位一個鏡頭咗，伊講嚇，唔緊，伊講夠了，伊講夠了，我講就是夠了，伊講嚇，伊是還哪嚟？伊講夠了，伊講嚇There's unfinished business in this building. unfinished business in this building 就，我講係咪款嘅 business？ 你講正應該是有一個有我未清氣嘅物件嘅，所以伊規間厝一隻門呢，伊就 feel 到咗，所以接落嚟咧可讓人咁運考慮其實啲條大，啊，伊咁慢慢大，一袂接過咗，一頭去嘅咗，我開邊啦，坐喺去啦。一直行入去呢，你講喂啊 ，sorry，there's unfinished business in this building。我講 ，so you mean we will move to Citadel？ 一上班買看，買多啊？試下搞下試下。好啦，下面那係佢見唔到嘅嘢，你讀冰。讀冰。哦。係你錄嘅，係你 intern 啊 ，Maldives 嚟啊，錄冇冇？
hang out 有hang out 有人 hang out 有人嘅手成股 hang out 我哋擼嘅 hang out 冇嘢等下龍我講過咩？講好多一般係葉明宇嘅處理地，咪是拄掉。是咩？這裡我唔知喎。嚇！我嘅靠嘅仔。伊大。伊是冇嘅，我啲咩？冇佢伊大啲邊，伊冇方便，你就咪說，伊俾坐巴士去 office。係啦，伊就揸出來嘛，然後伊俾出來就6點幾呢，伊就俾擺出來誒。伊出來就係嗰啲路唔知看啲咩嘢，我冇未記啊，這裡我冇記啊。然後伊看到佢叫搭波搭 storeroom 嘅位，然後伊就再講名字。一仔啦，伊就是伊咪佢這樣的咯，因為我幫白路嘅啊，一仔嘅。到時傾佢哋淡淡，所當佢哋淡淡，所當佢哋淡淡。係咯，打波冇講到淡，打波冇講到淡，伊打波 just 教我講，裏邊有一個打波傾啲邊嘅，係咧講佢哋打波上做款嘅，所以話㗎，才講有可能是上一個人啦。係咯，伊打波講伊是像是有一個，你 imagine 講伊像是。out of space 嘅 movie 啊，有兩時可能天頂有一個光嘅，照落來，青色嘅光照落來。你講迄個打波是和藍色嘅光包掉嘅。嚇！藍色會換外 background。所以有當時我明白英國中講嘅物件，講話較科學嘅、較 scientific 嘅物件啊，特別安尼一人無關係，人講嘅故事上一個物件，所以我冇。嚇，你冇相信，嗰陣時 something is wrong 就而家想講啦，因故事真係 detail，真係 logical，成個白鴿貴啊，你咯，係咯，佢唔白嘅人咯，係咯，樣得佢白鴿啊。我捌，because 我看一個鬼啊，and then 你 scientific 嘅嘢，我當然就啱啱冇做工，但係真係會看嘅。一個 documentary 就都係 YouTube 啦，特別我未記名啦。伊是一個 researcher，唔知啲係咪 paranormal researcher，because 一起迄個厝啊，嘛是成個出名 haunted 嘅厝來咯，成個迄個一個係咪講嘅啦，將大人看到是上嘅。伊講啊，伊人舉迄個物件，若是講你看到嘅時，伊舉一個像一個 gauge， 安看名去 test 啊。伊講啦，講人看到物件，迄個 aura 是啊，伊個 gauge 啊有 energy 嘅。and 伊講啦 ，scientifically 啊，唔是講無咗，是講咱當今 science 啊，佢未講正吹到個。but 伊講伊個 instrument 啊，有影是 abnormal， 但係伊人是未講，未曉 interpret what is the difference。伊人，แล้ว伊嘛是直做咯。伊講啊，伊開伊成個人講，伊人講，伊解釋啦，成個人效應啊。然後你看物件 ，right？ 你看你上古咧時啊，你看啲壁嘅時，你嘛是看到一個 shadow 啊，你看咯樣。當係你 spirit 迄種物件有陣時時，你 sensitive 嘅人係看到，是 because 迄種 spirit 啊。行過啊，然後就是伊人，你 sensitive 嘅人，你會看到迄個 energy， 然後人平常人啊，會看到迄個 energy， 但係迄個白樣啊，是一個 energy 嚟。我感覺到迄個往 office 裏邊叫古早 office 裏邊叫有上過俾海話嘅咯，我感覺。有上過俾海話嘅，and then 迄個我 feel 到是像一個人嚟咗，像一隻物件嚟咗，and then。伊應該是住落那啲裏邊嘅，伊唔捌出去過口過嘅，就是一啲隔倒裏邊嘅，就是啲往 corridor 裏邊、office 裏邊、backstage 裏邊，伊唔捌行出去過口嘅咗。所以有一日咧嗬，我是早，我就慣時講，有陣時早去做工 ，office 我9點嚟即我是10點開門嘅，我9點至去嘅話咧嗬，lobby 我咪開會咯，我今日開 office 會嘅咋，家己一個人嘛，係咯，我咪至去裏邊咯，我冇行鬼嘅，老實講，我至去裏邊咧，我冇開門咯，應該往個門是俾嘟了開門嘅。所以你應該你嘟咧嗬，變做往邊用鎖匙嘅，所以往冇去鎖門嘅咋，往冇鎖門嘅關係嘅咋，你靠門半開啦，你啲阿尾嚟 door knob 啊，往冇往冇鎖嘅咋，往是嘟嘅就應該你冇隔你別入嚟嘛，所以往關係嘅咯，我坐落嚟做一物件啊。阿媽你見啦，成是博咁啲嘅嚇。
是一直啲福建。係咯，福建。哦，福建。係咯，我一個人喺 office 裏面咯，係咯，紅磡我一個人掂啊，我聽到滴碌攞聲咗，我唔知係咩物件，我唔知係咪事啊，紅磡滴碌我並頭我去看，唔知係咩物件。OK， 是唔是有人就嚟看過口就係一個玻璃鏡嘅咧嘛，看過佢咁就半無人喎，我 continue 做嘅物件。阿個10點正，我嘅阿教等嚟做工就阿 B， 伊就嚟做工嗰時候，阿 B 嚟咧，伊嘟格咯，我看到伊行入嚟咧，伊嘟格咯，我明管伊嘛，伊要格伊個幾開門嘛，但係伊未開門咗，伊嘟格啦，伊直直，真未接，伊未接，做咩事咧？因為裏邊係你多腦可能數腦嘢，就是伊多腦嘢，所以我伊直直敲門咯，伊叫我出去，係咯，我直行出去個考試，我講就是你未開門。係咯，我看下你當到，誒，穿落刀，係咯，我上去10個換正，聽到咧滴啦攞聲是有人掃門咗，特別咧可是絕對冇可能是人掃門嘅，冇可能，因為冇人是我一個人嘅，是我掃咧，我佢未記嘅話咧，我特都是小嘅，你我就講我是小，特別換嘅時候我半小呢，所以你當可能所以係咧，我表哥講，我表哥講，我講你特別小心啊咗，因為伊平常時咧，若是講喺垃圾嘅物件，伊無當物件嘅咗，伊當物件，伊就是要害你咧咗，伊連每本嘅書啊，伊就是要害你咧咗，接落嚟就發生咱邊咧學嘅書咯，可能看到伊咯，你未記啊咩？接落嚟就是看到伊咯。落 email 嘅，因為我喺 office 度應該幫咪曬嘅嘛。share 然後就是男細咯，男細，喂，其實男細嗰時住一邊叫男細講話，阿龍啊，你係在短處啊？咁係咪數？你係在短，伊成日喺當機喺 Google Meet 落 email 啦，講阿龍你係在短處啊？做咩事咧？阿龍錄短處表咧，阿龍住講嘅，阿龍應該是清潔。清之時候，我冇咩記，我走其中一個聽講，伊講阿龍嚟在對處了，我就是說，後面行在對處，伊看到我後尾有一個人徛掉。我同你講，迄個點聲嚇，伊徛到個表緊咗，我 laptop 嘅 screen 啊，是成個有嘅咁咗，一直啲轉咗，所以我本看未清楚頭前，人講嘅物件，種當機嘅 screen 我徛我看一條呢，我 monitor 是咁呢。好啦，政治嗰時，應該是政治啦。我未記得講，其中一個老鳥對啦。伊講，你係在對厝嗰度。係啦，我對到厝了嗬。伊講嗬，咪看物件啦。伊唔是啲電台講，伊唔是啲人嘅台嚟講，伊就是 WhatsApp 話咯就。係啦，我看到你 message 講，按咗伊唔當面甲我講，伊 WhatsApp 話就，伊講你在對厝咯，咪看東咪看西，翹好你物件啦，一頭行對厝，一頭對厝啦。係啦，我翹好時，我物件都好12點幾啊，然後我走咯，拜拜。我成對啊！我阿維端有做啊，應該是男細啦，接落嚟是男細 message 話就，伊 message 話講好，你端有做未？端有做啦。OK， 我成日同你講啦，講後面物件，但係你阿維有騎到一個人，而家我一個人騎到阿維。迄你是白節，那是阿妹。阿妹當機咩點先？落意咩點先？邊啲學緊落意咩點先？我唔係你先是半妹嘛？伊特擺阿龍聽到到底後面做時，伊特擺落音是，伊 join 往。上是到啲 office 嘅，因為一條跟住快樂沒有做戲嘛，條 WiFi 嘅快本嘛，所以我留啲 office 嘅。然後是下叫騎到收入咩？應該是上一個人嘅，我剛才是上一個人嘅。做咩事啊？我剛才是一個，特別你嗬，我估另外一個故事喎，就係個故事我應該是冇講過嘅，就是我記得有一個 technician 啊，我 technician 有三嚟，記得有一個是第老鳥嘅 technician 就係點先啊，有落腳一個撲機邊樣仔，誒老鳥冇做嘅，當佢冇做嘅，伊有一道伊行啱咩啊？伊啲 office 啊，我冇得 start 開張無久呢，就冇得 launch 無久呢，佢哋啲都，誒伊行講嚇，我感覺咱人這邊啦嚇，上個是有一個馬啊，一個驚嘅就。我做唔是講有一個馬仔驚啊！伊看到唔是安哥的，伊看到是一個馬仔驚的。伊講吼，我一根幾拿刀嗰陣，我啲 office 應該我嗰陣時阿未開張，冇得 start，你點先真無用嘅，一個人要做3、4人嘅工嘅就。所以伊做個 team 啦，伊下晡有陣時啊，伊袂當啊，伊 PD 迄個 console control 會困咗，啊無就是頭邊啲 one of the rooms 會頭邊樣坐啲舊椅困咯。伊講伊特到困啊，伊特都是忘掉。伊家己嗰啲帶裏邊嘅啫，就是伊困啲到落位，伊就是忙到落位咗。
伊就是幫到伊家己啲上一群嘅所在，迄個所在位有一個馬甲一個囝，甲伊討物件食嗰種。但講嘢巴肚以後，你俾佢鹽嘅食，我袂記得我記是當時兩人，當時兩人。總之就是伊會講到話人咯，伊甲伊討講伊巴肚以後咧，有袂俾食物件。係咯，一個你學，伊講幾拿刀，講伊拄對幾拿刀，所以伊感覺講即邊是有一個馬甲一個囝，LC 也有可能會甲伊討物件食。係咯，因未離開這個所在就對了。接落來，這裡是我離開檳城整愛去來韓國整發生嘅事嚟。我有一個朋友，伊就是其中三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南西嘛，係啦，過嚟個一個是浪拔嘅，過嚟個就是我北京嘅朋友。三個講我就快對無名咧嚇，你三個人啦，其中一個咯，一頭一刀去幫檳城嗰邊嘅地都去參觀咗咗。我咪坐喺佢咯，我就坐喺佢。講嘢咩？我俾佢袋咧，所以講嚇，呢個佢裏邊嘅外口，我前踩住你，我外口好似嚟public嘅袋咧，特別係你是 disabled 嘅袋咧，就是講佢哋坐輪椅嘅人啊嚇，你唔係去過，一隻行去邊家己開會啦，一隻開會啦，一企喺門口位咗，啊你企喺門口位啦，一講話咗，啊你我講呢個就是講話講嚇，伊講噓，啊你一念落嚟咧嚇，一刷位咗，一號。內邊嘅物件先行出來，你家己記咗。啊，後來我問講，伊看到咩物件？伊講伊看到一個查某咗。所以我哋想到迄個查某是不是偷食嘅查某？後來講是唔是查某個一個囡仔？伊講嗬，伊會知講，即個查某咧嗬是有一個囝嘅，特別伊囝已經無去了誒。哦。講係咪意思佢無去？講伊囝已經當今甲伊無相所在了。哦。就是講我 start。做這件調點聲，我嘅 technician 綁掉嘅幾拿刀，誒馬個囝咧出馬嘅當今。哦。我離開整，伊看住講，伊本地是應該是個囝白白，我無解講佢一個故事，伊唔知咗，伊就是講有一個老一個查某啦，一個師奶啦喺裏邊，係咯，伊叫佢哋師奶先出來，講伊要用一個 toilet，係咯，伊出來了，伊講我講是馬個囝，伊講唔是，跟佢馬呢，囝應該是走了。意思就是講倒退咗咯，走了冇去了，所以出馬之類呢。但係伊就是死啦，你按照個死個一道。冇就是講伊做人兒啦，嗰時 I mean reincarnation 啊，你明白個嚇？就是講囡仔冇去啊，囡仔行去關嘅所在了，伊馬個未行過去個。伊啲生活就積壓嘅係你。哦，你看你。Christian 嘅嘛。Christian 咯，Christian啲馬咯就咯。所以我唔特別嘅事嘛，講人講嘅上時我唔知。特別伊物若是曬人，伊驚伊物咪是歡喜咯，伊可以成交伊嘅所在嚇，伊會驚起特別少咩事驚阮啊，因為都你學特別貴若是土你食你你按怎飼貴啊嚇？你特別少呀，伊就是唔知，應該迄點聲，伊啲網裏邊啊，就是啲一群嘅所在嘛。伊群嘅所在冇物件食本嗬，所以伊特到就是講，伊講一直講，我就是扣到講，我冇物件好攞食，我同伊找無到物件好攞食啊。冇啦，燒去咯，嚇燒去咯，燒去咯。你燒你特別，你燒你咪特別有一個 email address，一部 address 嘛。你燒幾多位？你燒幾多位？啊，喂，即係我有一隻 valid question 是講。但講可能是攏拄到物件啦，毋是你家己人啦，因為你家己人，我你需要是你安怎就講 register 的伊個 destination 對咧？你成個燒咧，別人知啊去。我感覺燒物件是一種誒，你想下面，你就燒幾多路就對。成個你心嚟。OK，我明白啦，我安尼看你物件 energy 我就是要叫。QR code scan 先 ，because 成個 corresponding QR code。什麼大媽所當講嚟看係一種你意思你 consciousness 啊，你 consciousness 是因為人係用 physical 嘅 world 嚟即世界嚇嚟想物件啦，特別你估嘅是點先是 consciousness，sometimes 有時啊，你冇聽到一聲，特別你明白伊講嘅咩？還是你聽到伊話，伊出來話，講嘅物件你無明白，特別你明白伊嘅 meaning 嘅就是腦裏面。所以就係阿貴嘅你講話是，蝦米物件嘅你講話是，伊成個你 now understanding，even though 你無 physically 聽到聲嘅。我有一個 spirit 嘅故事，這是我嘅家庭嘅人啦，我嘅媽啊。
是食饱無事做啊，甲你隔壁人為只是去球檔偷字就對啊。哎呀，然後我是被着 ban 了，嘛是被殺掉，嘛是着 ban 啲面車，你看到人面車做乜得記啊？即個發生嘅時是我是 standard 3，我個會記個。我誒媽啊嘛是一道去跳檔咁樣啦，一轉來啊時啊，伊就真起哄啫，咧伊就等我姊伊人幫我轉來啊啦，然後伊就問我姊攞錢啦，大姊甲第二個啦，你有做蝦米物件唔對啊？你當今我互你一個機會 fast up，然後我姊就講伊人無做半項，無做對唔對嘅事啦，我問我你有做，特別你咪食錢。然後我講咯，你成日都俾我講，人咪講 OK， 我咪講你想講我唔知，我去迄個跳檔啊，迄個跳檔嘅人啊，甲我講，你大查某甲你二查某真正歹 ，because 佢一點聲，伊人是 teenagers， 伊人是去 convent 啊，了你知啦，伊人嘛是變 Christian 去咯，然無相信你拜紅公，你土地公啦，安尼款物件，我講迄個。先甲我講 ，because 我迄個人，迄個跳檔誒人講，我嘛真正誠心為之做好事的，所以伊無報酬。當今伊甲我嘛講，你轉去你就要去咩？假時你努力查我，你大查我咧，想講我唔知，伊舉臭手掃我面。哦。你第二查我大膽。你知影你跳檔嘅人佢之後，你係咪虎紅公虎嘅嘛？然後你去搭起你碟啦，搭你妹咁嘢啊！你第二個就話曲家有勢啊！貴嘅到你電你乜嘢啊 ？ladder 是叫咩啊？樓梯。貴曉嘅樓梯啊！但 because 我人嘅厝頂啊，古早嘅厝頂真正懸嘅嘛。貴曉嘅樓梯啊！白去你妹你關那邊踢我嘅虎啊！แล้ว我嘛轉去就是一看咯，就是有啲人講虎個咧踢個了去啊！咧一講個แล้ว嘛是我大姊甲我二姊嘛著數咯，特別無講我爹聽啦，because 我爸就講袂使去跳檔啊嘛。呢個袂使破坑，你嘛袂使破坑嚇。呀，我嘛破坑到。你是我大姊甲我二姊啊，就聽見，都是我會記啊 ，because 伊人想講是我講嘅，特別我都唔知伊人做乜嘢嘅，我就是伊人就是亂話咯，亂講話，講唔是我，就我忘記，我是未記啊，我是聽到這物件，不如個會記。笑掉哈！我大姊甲二姊啊，兩人嘛是真驚咯，當見驚講你紅光啊，你來講。呀，你人就講唔知安怎事了，伊人講 ，yeah，it's evil spirit 咯。哦，哈。哦，明白。我講聽啊，即個十六三六啊，你聽我講起嘅嚇，你參講嘅嚇，你想到定到就估嘅故事，就你未記嘅，就對嚟就對。呀，像這物件像。有陣時想講你話你物件，我真久無聽到過迄個字啊。你人只講了講，哦對，想講我看到雛，我唔捌食雛，唔知幾十年哦。哇，唔知幾十年。哦，the last time 我食雛啊，都是去一個function，是做咧阿嬤嘅，伊人叫迄個雛 because 伊人愛看咧雛頭。แล้ว特別你虎來時是冇虎頭，你問我 ，You told me there'll be a fish head. Where's the fish head? I have no idea. I didn't order the menu. 特別你嗰邊同 Canada 應該除等人隻，未必你大酷個本嚟借等人隻係啊？有啦，呢邊都有。แล้ว除虎？我朋友個咧唔敢食，伊人去咧 Vietnamese restaurant。有咧拍咧，就是成日只大粒嗰隻。我在人庫嗰，我在人庫嗰有隻地咁樣隻。冇啦，五三後面都唔敢食，我特別自己一人食個了。哦，不叫咧，那個隻雞卡啦，後面咁唔敢食。冇人講事啦。因為唔是講伊食咧，阿莫食，食咧等人食無影啦，是講呀，食咧。
từng năng chia lấy ghé involve là lấy sweet có thể ăn食嘢就是冇啦，你特別去 Vancouver 有真係正等人開關。冇啦，這邊有，這邊朋友唔夾只，你冇判啊！你錯，你叫參波劍啲啊！你夾波劍啲只個你把嗰只獨白嗬。It's right. That's why 特別我ăn冇只，安尼款嘅物件，我ăn只嘅物件，我攞嚟手會算個了。其實，我係ăn嘅曉吹佢啊，自己吹。我係ăn。你知我諗當見 travel 啊，特到啊 hotel 啊 book 啊，特別 book 哇嚟 McDonald's，真正我講咧，我真正起行啊，起行我特別係 McDonald's 啊。哎呀，安尼 parochial 咧，阿冇人啊。一 plan 嚟ตัว你知我有跳，佢就會就等啊，hello 啫。當問你出去見嗰時候，我學堂口就一特就準備起嚟咁大隻嘅麥當勞啊！我開始抽煙啊、請酒啊，我諗特別 try 去麥當勞買落嚟割得包得一隻車，做多邊個哋大伯講嘅可能食嚟食到啊！我諗 travel 啊，你睇 travel 安怎？一家己嘢，一家己 craft peanut butter。一家己 travel 啊，一杯迄個 saltines 啊，然後一杯嘢 crackers 啊，然後一去到一位啊，一就杯嚟白落地。我諗其他唔知其他咪將 high class 嘅 hotel 㗎了啊，迄個人啊，一大隻㗎，人講嘢愛吐。แล้วอีโบกินาบัตเตอร์แล้วแต่น่าสิลูกเกี่ยวทำยังไงอีสิจัดสเต็กเนี่ยล่ะโบซอสโบกว่าหังแล้วอีจะเลยสลัดอะอีกะเลยหลังของอีกันเนี่ยไอโรมิงสลัด no salt nothing ซีอันนี้ยาเลยหอย誒，你問講啦，阿嬤這個咪是有人講就是毛毛菇嗰啲哦，毛毛菇，聽困曉未？大餅，冇聲。毛毛菇，啦，一出來了。沒錯。毛毛菇困曉啊！你把佢困曉啊！這個名咧，你冇啦。咱講阿嬤家己嘅伊個變阿巴得咩啊？咱有嚟等人嘛，上去個角先咪家己嘅三擺嘅就。有。混椒。啲 sauce。唔是等人啊，係馬來西亞人啊。馬來西亞人。韓國人唔係想韓國人去講下 business trip 啊，伊個no ice ramen 嚟咯。你 cup noodle 特別有冇知啊？因為 just in case 講起俾佢有別關係啊，我就逼掉俾隻物件先嚇，我食。我係所以就俾顯示，佢最主要係叫咩名啊？佢巴魯斯呢？佢buffalo叫咩名啊？唔係，我就擼嘅住。哦，我就擼嘅，你叫咩名先？阿薩拉西。阿薩拉西伊是介紹一個人呢，伊人有上嚟無嘛？阿薩拉西是介紹一個人，上一個人咧，物件上一個人咧。一到做工啊，人拍電話轉來，伊人問我，你是唔是特大只是食上嘅物件？伊大一個為做工成10幾年啦，伊特大只食上嘅 hot dog。哦。hot dog 啊！冇啦，你未使講啦，你關係係咪？你是安尼看了，人馬來西亞那是成個阿 John 講人我是上慘，我會記我爸個家去旅行個我3個3條個伊人嘅 club 嘅朋友個了去旅行去法國，แล้ว人拄個伊人去巴黎，แล้ว去巴黎時啊。我加了伊人啊去吹燈人食呢，你去巴黎就你未買食法國一隻呢好食啊！伊人直接吹燈人食，แล้ว吹燈人嘅菜館佫無夠啊！伊人喺那邊伊個地啊個夾出個咧環照啊！哎呀！特別韓國嘅物件唔是真係貴咩？伊人嘅 baguette 啊是蝦米？貴本啊，特別貴咯！特別你會咁先。行旅去旅行，你唔咁先行旅去食啊！你冇得使去法國啊？法國去食頓人食，你頓人食咪更加貴。哦，更貴咯！會用冰嘅㗎了。冰，係咪冰？上來嘅字上啊，你咪是阿冇食是食頓人食，嘅字咪是上。你啦，
伊落伊嘛，有在，because 伊讲啊，伊无 expose。哦，可能講，伊細漢時伊人大，伊細漢時伊徛喺 India 做工咧，人個咧嘛去 Bombay 咯，แล้ว伊講嘛啊，對伊食 curry，แล้ว伊食 curry 啊食冇食嚇，特別我是感覺唔是，伊是可以抹成派，伊可以抹成派。伊這邊呀，伊這邊伊本身嚟講，伊像我人若是人請我人去食物件啦。我叫伊特別加絲食，แล้ว伊特別看我面色咯，我有影嘅，有啲是有影嘅。It's true，你買笑。講真㗎，我冇自己去嘅，我是家己一人去嘅。because 有時候伊去咗就，the next day 啊，三個 VP 嚟我 office 邊講話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哦，伊看啦，成個只無啦，伊成個伊 show 無歡喜嘅款事哦。แล้วอี唔知啦，อีใส่เกี่ยวแล้วรู้ว่า我อีใส่เหลี่ยมแล้วรู้เนี่ยป่ะอีบ่สกิลล่ะฮะอีจะก็บ่ confident นั่นแหละ because สิเกี่ยวแล้วรู้อี anti social เหรอวะเบกำลังกองเชียร์ใช่ไหมอีไม่จะอะไรมีเกี่ยวละแล้วว่าตัวเบจะเสียงนั่นสิเจะแล้วว่าตัว金頭係啦。哦，講伊只，但是 OK。特別我翁咪是上，我翁咪是伊咪是特別伊個咪當金只 adventurous 啊，頂到時本嘅 adventurous，我咪是條我係 slowly introduce 我佢講一個 I think 呢個只，我知伊個只按照款嘅物件。特別你啊，伊是人特別我唔知你翁啦，會有想 improve 啦，特別伊是 slowly improve。When he travel 是伊較 adventurous，แล้ว travel 伊食過物件，แล้ว伊到最後伊就個別食啊，看 YouTube 本上，看 YouTube，伊上擺伊看伊古年啊，伊煎嘅你豆乾，伊看伊家庭，伊是個食家庭嘅物件，伊看伊煎豆乾，伊看伊垃圾好食，所以我就做嚟食，就加食，當今日梅話，食煎豆乾。哇！我講若是講我20年前啊，我是無可能聽到伊講愛食煎豆乾嘅物件。豆乾就食起啊，就睇到豆腐咧就顯咧。你一當見過要食煎豆乾，佢有食咧毒啊，咧韓國人嘅咧 B 嘅咧一條一條呀阿龍떡볶이哈，哈，伊是個食落떡볶이，是個食떡볶이。阿 John 啊，你免可以看 YouTube 了啦，你做吉嘅間我你自己啊。誒冇，我驚食，特別好，我驚食我試咗隻隻，試過未叫咧，當然 train 嘢我是做隻叫我睇食。我冇睇食，我都成日食坎坷，冇睇食，就是安尼款咯。你當經過 improve 啊，我諗唔知係啊。他咪物件有骨咧，伊就買食了。我呢時啊，我直 try 到我唔知，我試了我買做了。到伊有一道我就講起紅啊就 ，because 啊，特登啊 travel 啊，我特別食你 hamburger 特登就食你。有時我買佢食你，我有一道我買 compromise 啊，我講冇得食你。Kentucky Fried Chicken 啊，你講一定要有 drumstick 咯，伊係咁夾，我講 just rotate 嚇。特別我想講啊，特別講 drumstick 啊。我想講無人吹長人嘅帽啊，是吹長人嘅紅，誒你看你無人，我想講較開較誒。冇掉誒，有哪種？有怪開嘅，有咧是 orange chicken， 我講係 orange chicken 係咪 ？orange chicken 就是 orange chicken 咧，就是係咧，一成個邊度係 Asian 嘅咋，一上講一阿毛啊。伊有時 study 嘅物件咧，伊嘅即係啥物 history 㗎啦，伊知㗎啦嘅物件，伊較知較搞嘅路嘅 orange chicken。然後咧，特別冇，特別有咧是 knowledgeable，有咧是 orange chicken 呢個冇上。所以半間店唔知你啱食 orange chicken 咯 ，orange chicken 就是要做好你看嗰一知。
佢哋是 orange chicken，所以成日講佢係 Chinese 話，就係咁你教咗嘢 chopstick 出嚟食梅啊！呢時我你特別講about你我食嘅就 orange chicken 呀咯，你食嘅就係個了你 China history 特別講嘅即係咪叫是 orange chicken 啊？所以我能叫 orange chicken 字，佢食啊就係講你等人隻牛啊，特別嘅係好似 orange chicken 嘅。哦，冇，伊有隻。你講是就我家己笑啊，我 Anthony， 我拄着伊時啊，伊唔捌拄着，別嚟紅色嘅人，別嚟裝嘅人，我是地頭生嘅等人伊捌，伊唔知樣作用度，講每啊一年兩年啊，最後伊就會曉用度了，伊會曉食馬來西亞食，伊會曉食肉，伊會曉食榴蓮，伊會曉食啊，你有 train 啊你？我唔是我，伊家己有興趣哈，伊要知，邊啊，我未拄着伊時啊，伊唔捌蝦米，巴黎當人伊唔捌拄着，唔捌拄着過，我直接做嘅。我人搞笑，我人講笑臉嘛，我想講。你走話第古特別佢咩？經 continue。走就咪走啊！好啦，死啦！咱講硬話還是 OK 咯，嗬。我那是 two curry， 那是離掉迄個白色嗰邊啊，伊走去樓頂頭邊了，冚門。哎呦！錯位，根本去頭邊了。好啲。That's why 我去厝啊，我冇吹胡，你怪都冇吹胡就寫得講。伊所邊困而家定。有特色，你應該介意隻雞卡先，OK？哎呦，雞卡，伊小車腳包喎。嗰時啊，我人行路，我人係 university 是啲上邊嘅嘛。แล้วสวนเต็งแบบยาเราคาระแล้วไอ้ตุกี้อีฮาร์วิสตัวสิอี favorite hamburger แฮมเบอร์เกอร์แล้วว่าลังตุกี้ว่าตัวโอ้สิบัดเลยอ่ะนี่อังเสียในข้อนี้ละsampai kitaเลยว่าลังตัวเลยท่อนกูจะกูตัดสิคิดจะเลยเวียดนามิสnoodle เลยมาจะก็sampai ให้หลังใจอ่ะ because ว่าจะขี้เนี่ยไอ้ลังตุกี้โปรโตไอ้ขวานเนี่ย你冇知啊呀我對於 Malaysia 迄個 food court 嘅人達到佢哋講，哎呀，可以食啦，可以食 free 啊，可以食 free， 伊都是唔買食 ，free 唔買，伊唔買 free， 伊個 Christmas 啊，我會記過一年，伊個 boss 啦，嘛是愛100% participation 咯，伊做款嘛，伊個 boss 啊，頭一個 Gary 嘛是買去伊個 Christmas party 哦。伊學 Gary Louis 啊，ยังอาตัวใหญ่伊because 伊買去嘛，伊叫伊去，伊買去，แล้ว伊講你去啦，我學你大6點鐘，我就學你6點鐘嘅鐳，你大4點鐘，我就4點鐘嘅鐳。哇！Gary 去啊，9點鐘啊，食了就走啦。哎呦！誒，我咪講嘅點啊？即係到底I think 是冇未使講到底 YouTube 嚟講，但係咱講 interracial marriage。係使。嚇，處理咱家姐姐你嘛這邊，咱係使日起嚟講，我是處理本。OK， 感謝即係講嘅這邊先啦嚇，少聽個邊嚟學見你聽講，就講嘅這邊，但我可能幾耐特別嘅邊是裝啊，係叫。我那個特別嘅邊咧，這個禮拜，但我妹妹講，哎呦，我哎呀死，而且我啱唔是只笑，等在 Asian 裏面嘅冇笑嘅裏面，冇成個有嚟講，一隻 culturally 成真正 in tune 嘅，我係嚟一時冇咧可能，特別 slowly 是 over time 係慢慢成個講嘅學啦。from 我，那伊成個，因為你唔見，我第一部好的時候，伊本是甲即阿什麼西昂差唔多像，伊個即阿物件，伊屬個愛幾行咧，不過就是特別伊 slowly 慢慢 expand 啊，我 introduce 就我唔知頭先我去類似date 時啊 first date 時我是去隻 Vietnamese restaurant 嘛，所以到啲 Vietnamese restaurant 遐伊就講，伊特別隻隻年貴啊！咁我講你是唔是要 test 我？我有用 chopsticks，
去 Vietnamese restaurant，特別要攞咧，就作息是 plastic， 就作息是茶滴嘅，伊是用滴嘅，講茶誒 plastic 就 good。或者人對嚟先，我講你講，我只，伊慢慢學嘅物件。係咯。嚇，趣味趣 OK。All right，這邊特別嘉賓咧就是老趙英國中我哋都頭條阿龍，花劍啲。拜拜。卡車線，拜拜。阿森勒沙，絲白餃，拜拜。蘑菇，蘑菇哦，係蘑菇哦嚇，是啊。拜。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แล้วก็ยาคักเท้ากับลิงกัวเจเลฟูกิบินสีซอตองกับเต่าแก่ก็ทำอ่ะเต่าแก่ก็เจ้าเขียน是指個必須個必須กับเดียว個เจเลโลคาเก้าสี่一九四一百四啦，冇一九四，哈，對。OK，แล้วก็โปรแกรมตีอีกอย่างโปรแกรมตีอีกอย่าง你叫做幾張啊？你在幾張是識叻嗎？我冇咁只幾張。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等陣，我未做，我寫點聲，下禮拜收聽，保證這禮拜未記聽咧，就啲邊位等，了這個要定看咧，要定來看，下禮拜即 subscribe 定來看，但係即靠住一個第一集正，咁我是做很多錄音，咪是一對叮同啲咯 ，OK， 拜拜。拜。我這裡誰聲？